係啊，各位聽眾，各位在歡迎有人都對來收聽，邊嚟福建嘅節目，這禮拜真歡喜看到人，你你看我嘅特別嘉賓，為來講小學嘅故事甲話題，小學嘅一二三四，小學嘅我要試過幾啦，小學嘅故事咧是人特別較老嘅人特別上個巴士啊，然後較少人都免上嚟估，較我嘅小學點寫嘛。然後我人嘅即個以前嘅朋友就是16歡迎，歡迎大家。安怎定位是微微娃娃唔是我嘅，安怎變做微微娃娃去嘅定位？唔對，笑，咪咩橋啦，橋好事啦。我是得了位，我得安怎無我去嘅，這個經，唔是，這個，這個，你有啦，這個安怎無哈？安怎無我去哈？我是這OK， 我冚在呢邊 ，OK，source blank，OK，then OK，成少年你講起成，第少年就是I think 冇大行哦，冇大行歡迎，冇大行你有30歲哦，20幾歲？我20 unofficially 28，而且27年 actually，officially 27。少年嘅意思 ，OK， 即係是個 unofficially，就是講你後邊成節個啦。應該成節未過。OK，so 27、28歲咯，所以你第少年咯。了等我看看我咪看 Clubhouse 上邊是 I think 金培本少年，金培嘅保險啲上去哦。Sorry 啊，我真係無腦，我咪老少年，我死掉啊！我。唔是做咩咩都未是搞成咩啊？你咪冇成年老啊！我成年老 OK， 我係經過啊。你保險啲都死掉啊咩？我阿妹個39。哦，阿妹加39，所以你較少年啊。我貴啊，我成日嘛，我貴啊成日嘛。哦，我阿妹你問你聽講啦，阿妹貴39結出頭就隨時10面呢。是阿嬷生日，唔是小段人生日。我阿嬷生日本貴啊，當人本貴，阿嬷本貴啊。都是搞是病年。未使講咧，未使講你是幾歲？我真後生呢。60個。幾歲？18啦。你18 ，OK， 所以你4萬喏歲，你大保險啲10歲。OK，so我大行過了都是，你微話你幾歲？微話3幾年本了。我12。12啊！你講你知個，你看呢邊。OK，12，所以你是第二 ，after 博大行咧，就是11啦，12會貴個嘛，11咯。博險啲咯，咁博險啲是講小學時甲影響到咯，了就是金培咯，金培了就是未使講啊，就是不金成會話我成一個嚟未使講，有個嚟。話了過來16你第4年講到4年人講起啦無去我是人講起咱個20年嘅變福建嘅20年 anniversary 物件 OK 我喺當今嘅 development sorry 這樣一行來我起才講當今嘅 development 呢是要看就人有興趣去甲人做隻大 hotel唔是講教我做在困 ，OK， 讓自己做，讓自己放棄。了，甲就有你興趣，就講去食一頓呢 ，OK。了，我當然有一個波啦，就是到啲 WhatsApp 嘅位，我唔知未使363有 WhatsApp 哦。冇，不要緊，我叫半點啲甲我報。冇。你乜係報內人？未報內人。不要緊，我自己計算下你一個。我知你個保險啲是上嘅啦，我一定啊，若是講我凊彩
whichever works it's okay OK so 重點啦我唔知有波咁丟舊到 share 掉我 so far 啦人咪講上濟啦 OK 人在我要緊住要短期是為咗住人嘅短期 OK 人問講แล้วฮัลโหล thing happen event happen 呢是應該是到啲9度 quarter 度 OK so that means 是4月加6月裏面所以當今我是拍算是差唔多4月加6月位應該做邊啲學見嚟嘅 during 咯 so แล้ว人是冇人有 WhatsApp 嘅人呢 I think 世界就少冇 WhatsApp 嘅人咧是嘅啦垃圾冇咧特別垃圾有 Clubhouse 垃圾有 Clubhouse 所以我哋去 WhatsApp 嘅人去benethokkien.com/clubhouse 唔是 benethokkien.com/whatsapp 我哋就去 vote 看有人住人背背係會去參網者是咪都攞去看啊？這 channel 這我 delete 啊，這個舊的我先 delete 啊，等我看delete OK delete OK 那後尾就 episode 啦嘛 delete for everyone so 我是報告呢 OK 我是報告成日要見你們嘅報告嗱，讓總之人看愛去 vote 咧，讓去是愛到 hotel 咧，就去到買到 hotel 咧，到人是家己食的啦，那麼人食這 buffet 係咪哦？冇乜，sorry 嚇，我想愛問者，你講大 hotel 嘅前面是講伊家己去睡，假如人想嘅一間 hotel room 了安怎？แล้ว所以我諗點先係個 good question，即係我目的咧，就是講我做一到啲只 hotel，希望是 weekend 都拜個多一名，拜六多一名，禮拜 check out 啦。แล้ว還是 maybe 拜就唔知，所以我到後邊大呢是目的是講，咱做一因為咱冇上房間冇好嚇，我哋 try 到看會隨成個講。一 group 啊，差唔多較晏嚟看走嚟細細小學時，咱去旅行嘅時，咱走去房間嘅朋友房間嘅看啊，然後咱實走去，所以我人熟熟下晡2點3點不到要會去吃掉落隻小巴，嚇我就拉咗再去，所以你若是無到學到，你咪是別人應教我做再去咯，你愛唔會使啦，我使到 DJ WhatsApp 嘅 channel 嘅報告嘛，特別。如果那是要去教我做隻大阿妹，佢使講幾個數啦，阿妹佢食隻沙煲啦，去食肉啲炸奶冇搭阿妹啊，所以那是讓愛教我做隻大，even 都是大邊人，人會使嚟做隻教我大 ，OK？ แล้ว我是看，你 hotel 訂決定袂到啲路，袂決定佢特別當今 high contender 咧，應該是，同埋咱去啊，係吉利 St. Giles。Wesley 啊 ，Westminster， Wembley。OK，St. Giles 佢邊邊下。冇 St. Giles 啦 ，hotel。St. Giles 係 hotel 咩？哦 ，St. Giles 啦 ，St. Giles 是 hotel，特別佢邊本有 hotel 嘛。哦，冇我是講到 St. Giles 啊，你係是上一位嘅所人嘅細上啊 ，maybe。加紅邊加到上住員，可能幫曬走去樓頂幫啦。所以人那是有興趣嘅人，人去即個當人看到正邊啊，一邊嘅位即係邊啊嘅 channel 去 vote 就看，我看幾人看，當時冇咩人嘅咋，我看67人呢，今年呢，咁樣看嘅啦，唔記得，但我看係咧I think 你到後邊哦，會話你 vote 未？有啊，我活條啊，我vote 啦 ，OK， 我活條。แล้ว你家看舊時攏錄音，攏聽即錄音嘅時候，攏會記得要去即個邊個學見嘅網頁位，你拍邊個學見 .com/WhatsApp 就會去chat 對 join 這 channel 啦。แล้ว冇就是你去邊個學見嘅網頁時，到啲頂面嘅位。或者正面嘅嘢，你有無上嘅 social network 又有一邊啊，或者有 Facebook、YouTube 啊、X 啊、Instagram 嘅，之類都是 WhatsApp 嘅。你但係你 WhatsApp 咧，就是去邊個學嘅 channel 啦。有落物件 OK， 邊個學嘅 channel 咧是人未看到你嘅 OK，即是講我報告物件是我用下邊嘅。
OK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講了 OK 講到頭先咱講咩 topic 哦對小愛咱地老人講起三拉沙咱成講三拉沙你乜到底邊能讀小學過哦我到北海讀個6季節，唔知係4季節還是6季節，我未記得。哦你到北海讀特別你是住啲蘇格丹尼誒冇你是住邊位啊Bagan Luar，我未記得，I Bagan Luar think 是 Bagan Luar，我知我係學堂是名Pusat多仔。哦 Central 伊名係咪我本未記啊？特別伊迄個學堂金配應該會知，有3間學堂嘅，有一個Pusat。中華咪中華咯，嗱，we 話學堂。我未記伊名。中華咯，有pusat deh mah, pusat 1, 2, 3 mah. 對，Pusat 哦，OK，我讀4個月 ，because 我大小灣讀冊嘅，แล้ว我爸母搬去北海，แล้ว我讀4個月，แล้ว我就搬去檳城啊。哦，所以你到邊間嘅小學是到幾間啊？無我就去讀你平讀了。哦，平讀 ，OK。誒，你特別你是平讀小學啊？無平讀中學。哦，所以你 primary school 嗰陣是到啲北海嘅。無，我 primary school 是大小灣，แล้ว我讀個唔知是 September 咗，แล้ว我哦，差唔多未了啦，你家己。對。哦，家己你不實。แล้ว佢ปูซัด讀唔知是4個月咗，9個月讀個12個月是11個月咁樣。แล้ว就是 the next year 我就去中學，แล้ว就是去平讀咗。哦 ，OK， 所以你是讀，你講下你小學，是小灣嘅小學成出來講下，啲經驗。哦，一細啊，伊個學堂啊，真正細啊，所以伊個學堂是古早係嚟真兵嘅學堂嚟，係嚟，以前communist 啊，真出名真兵啊，伊個學堂我就是大兵學堂讀冊咯。哦，OK，แล้ว有特嚟結啊，有2班嘅，แล้ว一班就我諗係班是50個人。OK。咁我聽你講啊。會話喺邊話，很奇怪。哦 ，OK。我mute 啊。會話你 mute 你麥克先，你愛講話是較影響變，你家己開家己冚。呢我就OK，代面啦。OK，แล้ว你講真平。แล้ว我學堂是真平常嘅，แล้ว我大小灣是真係學住人，真少福建人，嗰陣是學住人嚟。So and 我班係會啦，我 classmate 較濟，嗰陣是刮住領嘅。哦。我諗是大迄個福建啊，伊福建是真係，伊福建是一個四斜路嚟嘅，and 伊個家長是叫四斜路。所以你個人講你段四斜路嚇，伊 literally 是一個 crossroad 嘅。crossroad OK。Yeah， so 特行是上間，看到一個 bank， 一個бан山，2間菜店啊，還是3間菜店啊，未記得，2間布店，2間藥店，2個 doctor， 一個唐人先生，一個金店 ，everything 是一個兩個。so 那邊 so 伊是真細位。所以我感覺是真爽啊！我大兵大漢咯，了我是去北海4個月呀。所以你記你小學時，你班裡面有咗幾人咯？大小灣嘅我班是51。你有幾個班？2班啊？2班呀。我哋 class 是 A 加 B， 特別 A 加 B， 伊唔是講第9個人讀 A， 你讀 A 咧，你特別你就是讀 A。你讀 B 班，你讀 B 班，所以我哋班。你入去你讀高啦，你基本是上 A 加 B 啦。OK， 所以咪算教你朋友就食咗6年咗啫。對。哦。食咯。แล้ว你記你canteen嘅 food， 講嚟講去，下嚟講。垃圾係豆嘅。哦，伊是阿三垃圾啦。對，伊垃圾係豆嘅。แล้ว邊人食垃圾是無係豆嘅，嘛，人是係伊無嘅嘛，伊無嘅，
伊燒我垃圾咧，伊個用咧黃色嘅面嘅，伊無用垃圾嘅面嘅啫。哦，無係垃圾粉，你係咧為面嘅，哦。伊係黃面 ，and then 伊係豆嘅，所以我邊我教我媽講，我講媽，我叫垃圾，特別我唔知好啊，係咪？垃圾。哦，特別你知啊啦，你曉，你還是你都無當邊個，你特別。我真細漢時個咧，我能 holiday 嗰陣時當邊嘅嘛。OK， 所以你細漢時你就食過邊個垃圾了。你我能煮邊個垃圾咪？所以我就其實有嗰陣時啊。So 我個無去 kindergarten 咗，我係媽講去 kindergarten 時了點聲了類，所以我無去 kindergarten 嚟。哦，OK。我唔曉講 Mandarin，你可能嗰啲講福州話。嚇？你伊人嗰啲講福州話嘛，所以because 伊人本是講濟人啊，我年代啊，本是無去 kindergarten 嚟 ，because 我年代 kindergarten 特別好類嘅咗。OK，對，我年代啦。我根本對喎，我時咪是對學澳見嘅。好類嘅。我插並對，我對學澳見。我年代咧，那是你去咧當人學咧是 free 啦，特別你那是愛去 kindergarten 特別好類，嚟我指讀 convert 伊人特別好類嘅，達到規矩特別好類嘅。所以我係媽講咩咯？係就 play school 嘛，我嘛冇去咯。所以我就去嘅時候，伊人嗰啲講話我袂曉聽。袂曉聽。啊，然後佢去頭自己去學，等我個人小拍。喲，你是小拍？你叫？我半點聲。你嚟打波啊！你是福州人，所以我是應該去讀 convert 嘅。然後我啲customer 咧，伊個 son-in-law 是叫咩？伊個囝婿，就是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啦，啲 Malaysia。然後伊甲我講袂使，你是唐人，你看你攞嚟找我，同埋唐人話本袂曉講，一天特別去讀唐人冊。所以我啲嘛講袂報名了，上班了。伊講不要緊，我若是講我做會到。你我那時你特別可以去讀，我係點講？感覺伊做袂到，我點講 OK 咯。馬來在伊叫伊加上 Minister of Finance 去教我做，報到咧我咪特別去咯 ，because 阿冇努力寫啊嘛，你就講啊嘛，然後咪去咯，然後去啊是我名個咧我冇大喺你 register 咗，所以你我去你學堂咯。然後特別解釋一隻大，所以我 number one 頭自己我去學堂就好難見啊 ，because 人在你 connection with the Minister of Finance 啊。OK，就你人嗰時我話你係大咧，嘛你買報名，後尾是個帶你囝來，所以人你個袂曉講話，我人個袂曉聽。他是你出來是講咩講福建話呀？福建話，呀，我人講福建話，所以伊人嘛袂熟甲你咯，所以伊就叫我坐頭前，然後我坐伊頭前，然後迄個囡仔。伊無熟甲我坐，伊嗰陣學堂是一個 bench 嘛，然後伊桌頂是兩人公司嘅對。OK，有學時啦，然後伊唔係互我坐，然後伊開伊卡大大，然後伊直直刷，伊直直殺我，我嘛直直坐直直邊咯。你殺到我無位咧時啊，我拔到啲頭殼，然後我袂爽，來我一頭夾伊個 bag，我嗰陣 bag 是 return 9，我夾伊 bag 我。點嚇？然後我翹迄個 bench 等下試爽呢，一個人拔到啲頭殼，我笑。然後講嗰隻，伊先生講我隻大單，伊罵我特別我袂曉聽。然後我咪猜伊，伊罵是講華語罵你啊？我唔知伊講嘅咩，伊講我唔知伊是講福州話，還是講 Mandarin，我根本唔知伊講咩。你袂曉聽嚇？然後我咪講伊。我邊因為變成一隻狗呢，我咪看住啊，然後伊就拍電話俾我叫來咯，頭自己啦，because 伊叫後點我本無插，like 我根本無插 ，like I just don't want to make eye contact， 我 just 坐到一邊，咪看人就叫啊，伊人甲我講我直直先，咪看，快死啦，萬字啊，掉16沙嚇！我加派本啊，伊冰島㗎啦，伊係你對你個冰島。我講，伊人直直，了伊愛用伊手掠我直直笑。我 imagine actually。我拍電話叫搞唔掂啊！我拍電話叫我爹來咯，你我爹來咯，你我爹就坐對坐啦，啊會幫我呢坐對坐啦，又唔會喎，係咪數？你我咪同我爹講咯，你我爹講 ，OK，whatever you do，你袂使做啊 ，like 你。你做你 whatever 啦，你啲厝會使做昂，特別你啲外邊你袂使人款 ，because 是歹名聲。So I think 我爹有甲伊人講我袂曉咩，
了後你先生咧，伊會小弟咧 ，because 台灣是講小地方，啊，迄個先生嘅小弟就是我啲嘅朋友嚟，有先生，伊是我啲嘅 spy， 我唔知伊是我啲嘅 spy。So from then on 嚇，你就嚟報告咯，我啲學堂做下面，我都是奇怪咗，安怎真係知？Because 伊會知就去甲伊講，伊就去甲我啲講。So 我舊家唔知 standard 3、standard 4，我把路家仔講有先生就是我啲嘅 spy 嚟。去 report 㗎了啦。去 report，so 了佢學堂時了，我了大節啊，伊人講話下面嘅了，我袂曉聽。So but I knew that 那是我要做朋友啦，我特別會曉聽，會曉講。So 嘛是慢慢學咯，我冇學住話啦，but 我本是教佚佗啦，所以伊人嘛教我好咯 ，because 我曉佚佗嘛，我曉佚佗，所以伊人嘛教我好。你就 make friends 啊，尋朋友啦，是去到尋朋友了會曉講 Mandarin。會曉 start 講 Mandarin 啦，學講 Mandarin 啦，即係講 ，and then I found out，你啲學堂啊，你 as long as 你會曉讀冊，你會曉做功課，你先生上無閒啊 ，they don't have time for you，so 伊袂管你嘅，你近啊，你會曉做你 homework 啊，伊就無插你啊 ，because 伊50個人，伊個袂來，伊個袂來，so 我會曉，伊若是教你做咩，你 just 對伊做，然後 after that 你會使講話，你會使做下面，伊本無插你啊。So 嘛是 from then on, I learned how to survive the system 啊。嘛是安怎樣？安怎大漢樣？我會記我特啲小學時是I think 是我小學頭一擺去時是應該是我基礎我去 ，because 是 Apple 班嘅，成個是 Apple 班嘅我讀。So Apple 班到 Apple 班嘅時是，我其實拜一拜二拜三，唔係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是 Apple 班，4年級、5年級、6年級嗰是早期班嘅。So 我1、2、3 standard 1、2、3嘅時候，嗰了是迄個來，嗰了是迄個Apple 班。After because 我學堂無夠 classroom，所以特別。3年加3年，所以3年放了，我個啲佢哋細漢嘅3年，跟住去用嘅班嘅，所以我是 share 嘅 classroom 嘅。我叫我姊坐我去嗬，是我cousin 啊，我堂姐坐我去，我 cousin 我伯誒查我講，我浪仔講我伯誒查我個後生大交往做隻大漢嘅嘛，所以做先生啊，還是我會記伊帶，還是 training teacher training 唔知，所以帶我去，我會記講去到學堂後，我是捌看，我捌去過一間學堂，特別我聽到他有啲班時，我唔知是去看電視戲嘅，是咪先？我捌去過嗰邊學堂，所以我特別真正我記真正大勁咯，你在 kindergarten 邊個去即個primary school 啊，小學時，哇！真大咧，有個蝴蝶啊，個 library， 頭頂嗰陣看電視戲，我是平讀啦，平讀小學。แล้ว我睇頭一次去，你在細漢時是要去讀冊時是先生度，冇你出來人啊度買迄個 stationery 嘅啦，你文具啊，寫 pencil 啦，咩物件，แล้ว我度。買一支嘅白色嘅 mechanical pencil， แล้ว我咪是去用哦。你在往嘅班嘅桌頂是伊成個有迄個叫咩啊？伊個桌頂有拖嘅，所以伊個拖，伊唔是成講拖咧，是一空嘅，可能啦，伊是 draw， 特別是一空嘅，伊無補出來，所以一空。咁我哋行我物件到底下邊，你唔知頭幾日，你知 first week of the school 啊，未記咗啊 mechanical pencil 對處。放棄嘅。哇！真係先個你講 mechanical pencil 啊，係1981年啊，真正貴嘅就擺甩嘅就喲，伊是鐵嘅做。哇！我先解聽。แล้วเกี่ยวก็คำไม่กับว่าจี講我จี是讀平讀嘅中學，我係講我是第幾班第3班下面一早去學堂嘅時，佢就去下邊位吹好啊，吹無啊，
我就估破打係我唔加俾貴咪跟個 pencil 就係我就破打我俾用嘅 plastic 嘅對嘢我驚，係你時我 memory 我會記，แล้ว佢哋 mechanical pencil 我估會記，我唔知是4年級咗頭一道看到 mechanical pencil，我有一個 classmate，伊唔知是去香港，แล้ว伊買就支 mechanical pencil 咗，我看到我上個是唔知看到 something alien 嚟看到掉啦，我看過唔知啥物，我看過，我對嚟我教我姊講冇可能 ，no such thing 你做過數，我講你話真 describe 佢啲啊？我看到嘛，一日嚟學堂。哦，你講我第一嘢必出來，哈，叻出來啦。แล้ว個位置講冇可能，你叻乜嘢？安尼生你攏唔通做過數，安怎係什麼生攏你夠做過數？แล้วกูต้องมันเอาอินเทอร์เน็ตบ่อินเทอร์เน็ตบ่พอหังลูกที่ stationery store ฮับเดี๋ยวว่า stationery store กุมปุ่นต้องบ่ mechanical pencil แต่บานๆนี่สิอีกตัวไหนสิ講อีกตัวแล้ว貴แล้ว貴น่ะ貴จิ啦อีกกะกี่ปุ่นบัก看ไป啊สิอีกตัวไหนก็ว่า講我知你講係咪啊什麼啦我 classmate ปุ่น有一支 because classmate เล่นเบ้ตัวไหนอีกก็ว่าใจอ่ะand then 我諗มา start แล้ว then 我諗就再講ปีนัง KL อุทันเบ้แล้วมาตัวไอคิเบ้แล้วตัวตั้งก็คิดปีนังตั้งก็คิดปีนังสิตัวเบ้ mechanical pencil กิมเดียวเลย mechanical pencil เลย想講是一條金刀呢哈對誒咱叫 mechanical pencil 咱福建話叫做滴滴鉛筆我諗是叫滴滴鉛筆我未記我諗唔知叫咩บ่ติ๊กเตียก MP 唔是ว่าติ๊กเตียก MP 是เล็กลูกเว้ยอย่างในตรงไส้อย่างลูกกล้องเนี่ยลูกว่า digestive system เดี๋ยว真係十幾嘢但我冇甲看到呢即係邊啲福建嘅 Facebook group 小背虎冇落甲 post 伊講我吹到John On 小背虎 post 咩？係啦 Adrian Chua 喎，Adrian Chua 咪小背虎啦，小劍虎，小劍虎，小劍虎對，小劍虎，雞翅膀，我吹下，雞翅膀，雞翅膀對。伊講哎呦死到落啊嚇！我看到。應該看到阿 John 嘅digestive system。唔是即，那是 Facebook 嘅 group，邊啲學嘅 group。攏講係 stationery 啊，我小學時啊，我買第一隻 stationery 是係你 rubber。哦，哈，對。我哋嚟快講過啊。對。呢個是我諗叫你啊。我知唔是啲啲人別佬仔哦，啲啲人表示都第定面，佢個啲啲人別。哦，你一對面一個就嚟細嚟 rubber，我諗個唔敢用。冇嘢啊。冇 replacement 嘅叫，一細粒嘅啊，哈，對，伊那伊對，佢哋對。แล้วถ้ามีหลังที่香港啦ที่ England อ่ะ number one please 俾一支 mechanical pencil 好啊 please 俾一支 mechanical pencil 好啊。對。嗱，這是你看這Adrian 講即嗰除咗 digestive system，你未使講，我係隻地，特別我講我係等地，冇講 digestive system，OK， 你咪小歪。冇，伊講我係 MP。但係我較快幫曬，我講 actually 冇 system 是上嘅，冇插入等啊是啲，我就 zip 都是有出嘅。伊邊講是 digestive system 等啊啲，OK， 我要聽即個講，所以我講就是第二世是別使講啊，別使講啊，嚟，你小學物件佢上去哦，嚟講陣。小學物件。小學物件，我嘅學堂唔是我人點聲，我嘅點聲是我老母去排隊嘅，唔是我人嘅neighborhood area。所以我是排 ，because 佢哋 school 是較好嘅 school 嘛，所以我老母去排隊咯。所以是 semi-government 嘅 school，叫 Saint Nicholas。你特別去排每排隊報名，還是你去看排隊to報名。OK。To get selected because
已經學特別你是開學啊，家去安尼款超嘅啊。No. Before. 我想講去就去教大家咧 Apple Store 頭前嘅大陸接就直接地幾嘢就攤接，就攤塔嚟等啊。伊是 before 嘅，伊是 actually 是伊 because 伊唔是Kebangsaan sekolah Kebangsaan，伊無Kebangsaan嘅名。所以是sekolah 對，你甲我講對，伊無Kebangsaan嘅伊唔是Kebangsaan嘅，所以伊是一個 Catholic school 嚟。所以我人細學細學 basically 是我一爽嘅點聲是幫助嘅點聲咯。我媽的自己買物件入來，互我 instead of 我住學堂canteen買物件食嘛，因為學堂canteen無安尼好食誒，外口買較 luxury 淡薄咯。細學時，你送來，大家送來互你食。好命。For standard one。伊驚你不要食學堂嘅物件，是感覺到學堂物件無 healthy 什麼？驚我頭一個是講驚我買無好。亂食啦。亂買，所以然伊 portion 比較細嘛，所以我媽都特日寄來互我食咯。你記錄幫食，你是早起班嚟無班？小學 Standard one 嗰時，所以 primary school 嗰時是無 Apple 班嘅。OK。無 Apple 班。我是講我學堂無夠位，所以就搬。Standard 1 to Standard 3是 Apple 班，然後 Standard 4 to 6是早起班嘅，我嘅。所以你是想搞了早起班嘅啦，所以你去搞你食，你會記你 recess 啊，幫食係點食是幾點嘅？我食早咧，10點幾啊？around 10點幾啊！我人會佢唔是用嗰啲 doorbell 喎。佢哋 sister 嘅，佢哋落正叮當，佢哋好位啊，叮當，and then 佢拿嚟看咧是 sister provide food 嘅啫個。OK。你用上講係 enjoy food 上面講啊？用 basically 是 main 嘅 food 咯，成日講蘿蔔包白乾嚇物件。OK。伊是㗎，嚟。蘿蔔包白乾，然後又賣，伊免伊個 store 不是 store 不是賣水嘅咯，然後蘿蔔包白乾，蘿蔔包糜啊，咯，只 simple 啦，但伊實質是有嘅是阿嬤，有嘅是鄧人嚟。所以有時 like 有 Malaysianize 嘅 food 嚟啊， but it's a bread。like 包你食 sandwich 地啊咯。OK， 所以搞了伊唔是就講請 vendor 來，伊是這樣家己做嘅，搞了家己 prepare。有有三個攤是 sister 家己做嘅，and then remaining 咧是外口嘅 vendor。OK。你手尾本哦，即係幾大嘅呀？幾大嘅，阿魯斯塔。你外口嘅 vendor 是賣咩 food？外口vendor我最熟食嘅一個是阿三laksa咯。佢係豆嘅哦。冇豆嘅。伊個阿三laksa是兩缽，嗰是五缽第一大碗咯。And then 嗰一個是番拿嘅，不是 the only 番拿嘅，是那是的嘛咯，嗰是炒番拿米啊，嗰啲咯。And then 我唔記啊，嗰一個是鄧人本嘅，我唔記啊。你學堂有參有別個番拿朋友嘅了喎？有番拿朋友嘅。所以你番拿攤是哈拉嘅啦。哈拉嚇，就我呢番拿係只下邊嘅咯。And then 真正濟咧番拿人，因sometimes伊阿媽都家己本地嘅食啊嘛。所以我細學時咧有搭定朋友，伊媽哋那是媽誒個。嚇，有啲暑假誒 ，yes。所以你今日講誒，我嘛有賣那是媽，所以我寄你買我一包呢，很好。伊個燈巴伊有咱們才做啲燈巴，伊燈巴啦，該訂嚇。訂該訂你寄好你出去咯。然後 Apple 就伊咧做隻 bench 位，嗰是隻學校位置誒。冇到canteen食，你家己買。到canteen咧，訂canteen咧，但 because canteen bench 位冇咪坐位啊嘛。and then 係即係浪膠邊嘅啫。
無唔是龍角邊 ，just like 伊是隻塗骹爾，隻是咩塗骹爾。And then 你知影啦，4點聲是因為我學堂真是福建人嘅查某囡仔。哦。所以佢夾巴拜嘅啫喎。伊有搣對了，用學徛落班嘅。因為我講我 sister 嘅年嗬，我 sister 嘅年嗬，蘇丹嗰啲查某囝是甲我 sister 上班哦。伊有一個搣徛到外口嘅啫喎。and then 我嘅班咧有兩腳咧是福建人嘅查某囝嘅啫喎，所以有格格甚至徛到外口咧，你看咧。徛到外口，哦，伊會格格來嘅，過了伊嘅，然後伊是想啊，將每 facilitate 因嘅，所以吼，伊格格吼會佔迄個有 bench 位互人坐嘅啫，所以你開咧飛咧無咪好嘅囡仔咧，是甚無在條佔迄個 bench 互人坐，人坐咯，如果坐頭卡啦，坐頭卡嚇咯，坐頭卡接咯 ，OK， แล้ว你嘛一年。first year 你講成日話是啲嘢後你食啦，你後你是你係啥成啊？哦，白鴿邊啊，去巴塞魯那呐，你係做後你我賺啊？還是無，伊是夾一個迄個 container 吼，上加。Tupperware 呢？唔是 Tupperware，伊上個電巴細細個電巴，古早啦，現在咱買迄個含水時啊。因有一個講啊，一個 small bucket 安尼款哦，伊成個酸湯，咱成日食那是浸波是伊個酸湯地盤，當今地盤酸湯特別是細粒 miniature。伊唔是酸湯嚟不，伊唔是酸湯嚟，伊是真正是細粒電巴嚟，你細粒，咱有人日做車刀嘅啊，迄個嚇咯 ，and then one time 伊係一包落去 ，and then 夾落落。一個度，所以抓狼ตัวนั้นคุยที่ไหนรู้เป็นตัวรู้ที่ตอนเนี่ยเฮียนคุยที่ไหนตัวต่อไปจ้ะเฮียนคุย很正OK 哎呦，你介好命呢，別使講你介好命。所以伊時候都學啦，伊時候都學食了。那先是頭一年是，一邊唔嘅好食，第二年是開始去咩？因為你 feel 到成個，哎呀！你在咱當今算起來是當今想起來是講好命咯，特別頂到時你在到啲學堂嘅時啊，哎呀！我要食嘅緊嘅 food 啦，you know，你要對朋友嘅話，你有那種感覺。但咧 after that 成日都是咧，在到講媽媽來點先是最好咯 ，because 媽媽都是做 nurse 嘛，甚至就是做 shift 咯，一裝架佢咧，哎呦！你睇未？一講啊，叫那快你啦！哦，就這病啦，哎呦，就麻煩。誒，你二年級對曉你看呢？你是教唔喏？二年級 feel 到 appreciate，because 嗬，你去canteen食物件事嗬，人真正一囡仔排隊啊嘛。你知啦，安尼就 standard one 到安尼 standard six 個了，囡仔個撞過來就差唔多幾點先啊。所以人就都正愛買啊嘛。because 你為什麼伊無 food 了，無夠 food 了，人家了是愛食用 the best food 的嘛。所以搶咯，安怎排隊你搶是安怎？試過咯，係咪試過先？試過咯，成個夾阿伯。哦，吐嚕呢？吐嚕咯，好你拔到咯，然後又搶你位咯。哦，所以你會曉 appreciate 咯。哦，媽媽來時，你面條人正。OK。安尼看咯。and then 大班時，我細漢時是快 grown up 真正快，真正懸。所以 and I'm become a not normal 囡仔 like。特別嘅仔呢，很大隻啊！人 discriminate 我咯，你炸食炸食咯。After that 就係我13時就班督啦。班督啊，係咪叫班督？係咪？班督 means retard。terbantu 係咩意思？standard growth。我停起啦，未到啊。So，那陣時朋友弟弟有隻一個朋友講咪參與嘅咯，等讓佢哪裡是福建人嘅查某囝嘛，所以有硬嘅咯，硬啦，聽書啦，哎呦講咯，哎呦錯咯死啊，死白光啊，成日鬼嘅咧玩啊，成日
elephant 啊，你看啦，講話嚇咯。見到就讀呀，見到下成日就 crew 本嘢。OK，等陣我可能我特別特登嚟講話bully 嘅，什麼啊？讓這邊最這位是裝啊？啊，這位是啊維娃娃。維娃娃。維娃娃嚟講下你嘅小學嘅基地。會記掉蝦米物件，小學蝦米物件好記。我小學那時吼，印尼記那時是到馬路我本來會記嘅一個樹啦。特別這個是我小學那時吼，我爸母啊吼，有一道也是小妹，你知無？小妹咧吼，然後我個讀印尼記那時啊吼，所以伊個 classroom 啊吼是對了伊個大門嘅位嘅，你知無？對了伊大門啦，但係講我坐條 class， 我看佢哋停啊呢吼，我就會看到我就會看到外口了誒。然後我就看到我爸來載我喎，你看咯。然後我嘛真歡喜啊咯吼。咁晚咧會知吼，即係隔無久呢吼，我嘛搬來哦。然後嗰陣時伊人already搬開啊，你知無？但係咪是人搬開啊？所以我看到我媽嘅時候，我就緊張啊喎！我講死啊！特別你知樣平常時要出嚟有架路咧，你要再講用特步冇咩好事。也 already 再講有人搬開了。OK， 所以你但係你在啦，你別成講你別成講平常時攞你看到爸爸來是普通嘛，特別你再講用特步冇咩好事嘅，所以你看到按照攞人咁就嚟就是特步冇對皮。對，แล้ว嗰陣時我咪個印尼結了喎，แล้ว所以我看到了吼，我到 class 位啊，我就被安心啦就 ，because 嗰陣時第買一隻了嘛，แล้ว個 Apple 班嘛個6點幾人嚟講啦，แล้ว係對厝了嘛，แล้ว所以แล้ว我就緊張咯，緊張吼，แล้ว in the end the bell ring 咯吼，แล้ว再行過去門口啊時啊，內人愛借我你知喎。哦，被借了錯路。你都知我嗰陣時個印尼結了喎，แล้ว內人愛借我哇，แล้ว伊講啊，把你驚啦，你驚啊，愛對你爸。對咗，哎呦，死後你驚，哎呦，派做人。我知我梗係派做人咧，แล้ว and then 佢陣時是 standard one 都知喎。你 standard one 咪你個落去呢嚇，安怎แล้ว別人個แล้ว是咁人看掉 student 但個แล้ว啲看掉，แล้ว佢後時嗬，我講，แล้ว你就係較濟咧嗬是。較濟啦 I think 啦，對嘛because 個我係是我媽，哦，我係奶媽，我係奶媽，哦嚟我呢拜嘛，嚇，แล้ว你講到關係咧，是點就是較關係，較識入邊，奶媽係嘛，對嚇，แล้วin the end 我咪驚我係爸咯，我講我係對我係爸對咯，死我咪都俾人屌考喎。哎呦，很屌好咯，真係แล้ว啊嗬，喂，แล้ว很屌好咧，嗬咧，伊就真係失望啊！你講就行走啊咯，行對啲嘅車內面咯就，แล้ว嗬，我咪對我爸對哦，結果我順便學我爸罵喎。嚇！我爸講，我做乜對你嘛對，佢話哇啦，你同意考呀？佢咩啊 ？Because actually 是有淡薄 misunderstanding。哦。แล้ว我伊人亂咧嗬，แล้ว我媽就離開伊啊！你看，แล้ว actually 阿未離婚是 plan 講愛離婚呢，แล้ว伊人咪攏分開，安尼款大啦。แล้ว特別我爸咧，嗬是真少我買，你結果我掉命喎！你話嗬，安怎安尼款你攏無對你媽啊？咩？睇我講我乜會知，我就未曉。哎呦，印尼叫啊少，係咯啊你。你繼續叫我等嘅時，你會記成啊？你會感覺到佢有時唔知人咁樣看話，你話你看到。就講哎呦，到底安尼做朋友面頭整成個哎呦，安尼大事。佢陣時間無安尼去想，未曉過。你就是過啦，就是當做無事了啦。特別呢是講是講你愛面對迄個大人嘅物件咯。你就 confuse， 你就 confuse 嘅，because 印尼結了嘛，所以迄個就是到小學是發
發生啦，到馬路啦，嗬。如果會記得，永遠是會記嘅，會記嘅 ，because 啊，到馬路啦，我會記掉嗬。佢就是啊，伊來攞嚟啲小槍那時，佢哋 moment 啊。你會記對得到馬路嗬，如果會記掉個，對啦，係啦，แล้ว佢哋是印尼籍嘅事哦，係你講咯。你會記近點會食物件啥物？我同你講，我人係近點呢行是正。哈 ，OK， 你冇困過，我看食物就是滷啊嘛。嚇，無我人近點嗬是正簡單嘅，伊呢嗬是特日呢本是賣一攤呢，就是賣湯嘅雲吞麵，湯嘅啊無大湯嘅雲吞麵，แล้ว一打呢就是賣呢嗬福建麵加辣沙，特別伊辣沙呢嗬是。伊胡白咧，可是少㗎。是干那豆嘅，特別呢湯是干那湯呢，一湯水水嘅款嘢，แล้ว係一地些地 online 呢，一撥呢，佢面嗬阿個冇啊，我諗啊是舊話成日識實時嗬5撥了咯。5撥90年代了嘛，90年代了5撥了嚇，แล้วอีหมี่หอกอบปวดหออูล่าบีฮุนหมี่ล่ะแล้วอีชาซิวหอปุ่นสิปปอันนี้มันจิเตเนี่ยจิเตเนี่ยแล้วสิกันริมเทิงเนี่ยโลแล้วก็อูจะสิแล้วก็อูจะสิ講canteen那邊呢หอจะอู賣正濟佢哋如果係講伊是零食咧，伊個唔是講正嘅零食啦 ，maybe 是佢哋豆啊、土豆啊呢款嘢啦，แล้ว淡薄藤啊呢款嘢咯，藤啊、蘇古斯啊、冇藤啊、蘇古斯啦、菠蘿面啦呢款嘢，แล้ว有當時嗬，伊人熟嗬，伊就來啊，有當時呢嗬，伊有嗰啲老夫子啊，細本嘅。哈，細本嘅老夫子，哎呀，細本嘅老夫子嗬，一熟伊就會來安尼款嘅小本嘅漫畫安尼款，但 actually 嗬成個是 ，but actually 嗬我懂成個是無好賣咯就。安尼款嘅老夫子啊，咪啊，比伊人是頭賣可能嘅。伊是賣咧賣snack嘅位甲你賣啊，頭賣啊，賣snack。然後我第會記呢嗬，我人報班呢1、2、3年級呢嗬，伊嘅物件呢是差唔多是早起賣出了嘅啊，就是賣互我人了咯。就特別呢嗬แล้ว較好食嘅物件咧，就是啲早起嘅，因為啲早起呢嗬有煎雞，咧伊煎雞嗬就是第一人咧排隊嘅，我同你講，日本排隊嘅，แล้ว嗬個表記無 standard 嘅，係咪數咧？因為嗬伊個咧是篤脆嘅了咧嘛嗬，但係有一項物件咧，就是雞舌嗬，我同你講雞舌嗬，一般是半嘅雞舌啊。一般伊迄個細機嘅 drumstick 安尼款啊，แล้วก็伊迄個彎嘅位嘅啊，迄個下邊嘅，แล้ว甲伊搬落邊去，แล้วนี่嗬，你若是講你แล้ว敢若有一項呢是 standard 嘅，就是伊嘅雞腿呢就是賣1塊，一塊嚇1塊，แล้ว你厝內呢嗬，你會使甲伊講嘅，我愛3撥呢嗬，凊彩勁安尼款啊。勁啦，好咯，你夾一條紙啊，你紙包掉嚇，你 directory 啊 ，telephone directory 啊，麻雀紙，麻雀你款嘅啦嚇。伊唔是 recycle 啦，伊無印咧，唔是 newsprint 嚇呐。嚇，唔是，你睇睇新聞啊，即係好咯，成日講3撥咧嚇，因為安尼講叫好咯。有很少，有很少係咩啊？你會使家己訂伊邊啊有。OK， 特別啊，無面人愛食伊鹹嘅。鹹香 ，OK。面啊，鹹香啊，แล้วก็唔緊喎。你知哦，伊啊上擺啦，嗬，嗱，因為啊，安尼鹹香嘅就是伊脆啊，garing 嘅，嗬。你知哦，上擺伊安怎做就伊啊夾咧粉啊去炸伊粉呀，咁伊嘅脆呢，然後5撥。OK，你試過好彈咯你。一家你吹啊，輪流滾嚇。我有啊，他沒有等誒。有啊，他沒有等。中華產銷，
哦，一般是讀北海啊。嚇，我讀北海嘛？你中華菩薩嘛是到白干羅嘛，แล้วว่า有三間有四間學堂嘛，菩薩แล้วsatu dua tiga 第三是到過 Prai 過一條橋嘅，過去 Prai 嘅，Indrawase 入面嘅。哦，咁配咧，中華。當你咁配出時我每 before 佢時我每個你講下咁配你嘅小學會記係咩嘢啊？我姐啊，我會記。哎呦，嚟講嚟。學生聲，你講緊學生聲。我讀廣華。讀廣華。我讀嘅時應該是啦，就打第大間嘅小學啊。哦。應該是啦，迄時。因為我嘅年嗬13班。伊是北海，伊是啦，只有啲人一貴咧北海第一大間就是伊啊。OK。迄時嗬，幾學生你幾班？到嗰時2000幾年嗬，一般是小第一大間就是伊啊，到貴咧北海。哦。你幾個班你叫？你幾班？3班。聽到13。13，哇，謝咯！一班有幾人？一班30幾人哦。一班40。Oh my god！你謝人？我想講我等10班就已經就謝人嘅咋。冇，我13班40人。孔子忠誠，不過8班呀 ，sorry， 唔是10班，我8班呀，我有當。我頭晚你 topic start 嘅時，我本啲算幾班啊 ？A 算加 M，A B C D E F G。你成個我 camera 乜事就算我 A B C D E F G 就算。咁配嘅學堂嗬是馬路這幾年啦，較變較少去呢。冇啊嗬，last time 嘛90年代啊時啊嗬，一人廣華是第一大間嘅學堂了。哦。top 嘅啊！อันนั้น你冇看你 camera 誒，娃娃？嚇！我啲隻物件。哦，別緊啊，我看你隻。了 elite school 啊，係4個 elite school 哦，迄個年代咯。你講，你安怎你會記得你安怎？你小學嘅經驗。我小學經驗，我是規日無交功課，規日條命，規日條命。條命甲面皮真正厚誒，你知？厚甲啊，大放假，你知頂擺人大放假是兩個日誒嘛？我係年代時啦，大放假是兩個日。唔知7禮拜好係記，7禮拜好唔係辦。6、7個禮拜嚟講啊。你迄時候先生學真濟功課誒嘛？這是作業。真乖嘅學生，這是作業，迄個真乖學生對個老師講老師啊，莫互呢這功課會使哦，往放假莫做功課。你迄個老師吼，就會看了我算數哦。看咯，若是講兩班有人無交功課，攏甲咱嘛就愛做功課咯。你甲咱就看了我。知講是你搞笑。知講是我。迄老師閣要加一句，看看你們班上有沒有害群之馬哦。然後我才講，我就是那隻馬咯，我不要做。對耶，老師真毒啦。這人嘅年代時是安尼款嘅嘛？害群之馬意思是講，學一人害嗰人啦，害幾條，對。一個人害嗰人幾班嘅人。那國家老師開電話教我大母考啊嘛。鄧太太啊，你的孩子沒有交功課，我對佢就說啊，就拍個白仔哦，我不是冇交功課嘅喎。哦，你插唔插伊？我冇插伊。我唔是教做功課，我甲你講，功課只濟，咱只閒咧，我咪是想，我咪是冇做，我只濟。我甲你講啊，我上擺是安怎嗰陣，你看啦，吼，人我寫家啦吼，譬如講啦，寫家中午這邊啊有兩個燈啊，有兩個燈，你看到有兩個燈嘅位啊吼，我解貼掉咧吼。我咪做一功課咧，迄個鼻酸啊、老hình嘅鼻屎啊，然後我給貼掉咧吼，然後我甲老師講吼，哦，那個中間的那一面啊，不見去了喎，然後我沒有寫咯。我是幾本冊，你是幾本冊家己？抄阿解真香。係對，我幾本數學定咗300分。你講家己，你幾本嘅作業是抄家己？該做冇去咧，應該冇做啊。你老師開電話我罵哦，
你是在看到我嘅毛。即係擺喺冰嘅人先係厲害啊！佢哋講。我未咯，我係過，我係老師關，唔係老母嘅關未過咯。自己條拍嘛冇插，咁配。如果安尼款，你到學堂，你咪叫班帶死。我哋學堂啊，我哋學堂所冇條班帶喎。你先生冇插到，I think he already gave up 啊！I think 你先生，是唔是？你冇叫校長班帶咯咩校長？冇。我會記我掂掉我冊嘅事，我掂掉我冊嘅事是3年級。哇，頂個先嘅就啊！你今日卡電話甲我媽講嘅咯，講伊個冊無去喎，當咗啊，你會使甲伊找哦，可是你愛買過。哇！我對到厝了解啊，我媽已經入電腦坐了。伊甲我講，我爸你互你一暝點啥，你找迄本冊出來。你無可能點掉嘅，你是咪做功課？你找迄本冊出來。我懶到去買本冊去找迄本冊對你頭尾嗰個仔都冇合格啫。結果有做。我等到我曉得，可能嘅是兩本，一本是合格，一本是頭收起來。了，貴買吼，特別佇北海吼，去甲咁大嘅popular買哦，你知影是啊？第一大間嘅冊店就是咁大嘅popular呢，冇啊，冇北京咗咯。嚇！然後特別去咁大 popular 買對嘢，我又去學先生，真是他媽的，特別第一遍早起啊，太神了。嗰冊度個好買嘅咩？會使照冊，嗰是買冊嘛，我嘅冊是買。然後你作業簿吼，就是干那 popular 有攤買呢，迄時。你是講你學堂買啊亂嘅嚇，你是？你學堂嗰度學堂嗰度買。你學堂冇 bookshop 嘅咩？我學堂是係個班級喎，一學識得阿媽呢嗬，我諗是 actually 是 it depends okay，is it 你學家仔咧，if 我嘅年咧是頭一年 KBSR 加 KBSM 是 rendah ke menengah 啦，所以我諗年嘅 textbook 嘅了咧嗬，我特年愛去 collect 誒，在你 bookshop 邊有嘢。我有學certain amount of 銀擔保，特別咧，我是以前要 subsidize 你是照冊啊？我都明白哦，但係是嗬，伊個冊嗬頭是學堂喺邊買可以嘅，成買咧，你做無了，烹無了，我就自己去 replace， 因為你定了，make sense，因為 replacement 就會去大間嘅冊店搞攤買啊。美國你嘛熟路啦，我暫時掉熟啊，掉熟。我咁啲都冇咩。然後總係都掉熟了，我先奶奶好。冇錯啊。唔係呢，我等下講啊，真是他媽的，我頭這邊做起要自崩啊！嗰條做鬼。你到學堂我冇掉拍嘅喎，你到學堂你老師冇拍路嘅，我諗嘅。我人嘅嗬，真正解嘅，我6年級嘅，我3年級嘅時嗬，伊叫我人搬墩針咯，就有。拍功夫咧，成個墩啊，就變成嚇。騎馬步，你結果嗬，我本學起來啊咯，所以我入嚟，我打斜嘅時候，我本用，你叫學生騎馬步。我打斜小本用想嘅辦法，攞去教我嘅 student 啦，嗱，冇做功課嘅了。你講起來，我學堂嘛真好咯，無怕學生嘅。是咯，一年過，你是拄着你以前無拍呀個。可是無拍查某，拍打波呢。I think 一時上學堂上濟人嘅未管到咧濟哦。冇，你先生本真濟。你先生本真。我嚟睇你學堂，我 imagine 啊，是講你早起翻下晡班啊。但是你冇早起下下晡班，你學堂上個 mall 咧大間嘅，佢。早起下晡。咩是1年級、3年級、4年級、6年級啊？對，真大間，真正大間。你係咪成個好嘅 memory 到啲邊你學堂成個歡喜嘅？歡喜啊！食咧食。應該是有歡喜食嘛？食隻豆。你學堂大間應該是食 option 呢？你近點咪食大間？我念互人聽下。OK。我未記下。ice cream 咯。ice cream 成個 ice cream。係你好。
一头一打，哦，头一打，OK，你很水，OK 我頭 OK，打我黏住，我 OK 就 OK，會記安尼。明白。伊 ice cream 伊是切咧，你會使揾土豆粉，不還是唔係揾土豆哎粉喲，好食，Oh my god！嚇，了第二檔咧就是粿條湯，粿條湯好食普通嘅，你係玩世界嘅，我會記玩世界。哈，了，你知唔知世界有時呢個啊，世界嚟日多呢，呱，真係世界對嚇，對。了，接來就是福建麵，伊福建麵迄是有5卜咯。了，你會使揀米粉麵，嗰是米粉來番。然後伊個鹹椒是一桶的，你愛家己較多濟，你家己較的。我捌甲另外兩個朋友吼，3人去買一碗福建麵，結果是食鹹椒麵嘅款。伊3人比賽看，還冇食到第較濟鹹椒，出歹較，唔太較鹹椒爾。規碗麵是干鹹椒爾，唔知食麵本來就上起來介好食嘅。了豆水免加互你嘛是叫做較咯，免本叫做滾。對。第四打豆水，接來第5是經濟飯哦。哇，你個會記得清楚嗬？經濟飯有攤景菜安尼款呢。了第6就是糜，因為糜啊是迄種人鹽糜食啊。我淡薄嚇，糜啊款呢，我淡薄啊款呢。了有叻沙。伊糜是蝦米啦？伊是咪歐瓜糜還是雞糜還是肉糜還是咩？應該是雞糜啊。OK。我冇咩記啊，因為我最少食糜嘅。當菜，當菜嘅，冇當菜嘅，冇嘅。了有叻沙，有豬腸飯，了個過去。哇！你這是成個 super tanker 啊！你講。好味啊！了有咖喱麵，有雲吞麵咧，因為雲吞麵邊啊，嗬，都未整雞嘅，成日冇位我話講嘅啫。特別之類咧，一地雞肉一盤。哎呦，你笨嘅。你行去，一地一盤，你兩地兩盤安尼款咯，我都愛幾地咯。伊是剁，較細地淡薄啦，一定。伊唔是規支嘅推嘅ਹਨ。一個囡仔無啦，一個囡仔會食會使個是，比頂擺個個字頓較大淡薄安尼款。哈。OK，伊是 nugget 呢。過去了整個個過去，個有一單就是賣紅豆湯啊，米糕糜啦，喲，啦，安尼看款這物件食了成個咧是毛嚟是food court 的呢呀。像buffet嗰啲款啊。感動邊啊，迄一單是我最喜歡嘅，就是汽水。賣汽水，賣果子。後面是我喜歡嘅，因為我嘅厝啊嚇，我嘅家庭我是無通食junk food嘅啦。OK。無junk food嘅，我無通啉汽水本嘅咯。有你就見咯。舊年啊，我甲我想話吼，舊年最歡喜嘅時候就是兒童節。兒童節有真濟零食食，有媽咪啦、巧克力啦、竹枝啦、阿毛糖啊、macam啦，然後我食好嘅。特別啊，我食濟。我食濟，所以這個物件甲我本無緣誒，我是歡喜趁野着爾，特別我無食。了汽水我喜歡誒吼，因為我嘛買互我誒。一個水罐啊，是Tupperware嘅水罐啊。了伊規個罐啊，是未看到內面嘅嘛。成個是金色啊，嗱，真正老闆嘅Tupperware金色啊，面頂嘢掛，佢是冚暗嘅。所以我執白罐水去學堂，了搞甲頭一個幫隻是我倒掉。了我也頭一個幫隻，所以幫隻攞刀誒。係我幫隻攞刀嘅，了我也5筆去買芬達。一倒子去入面。後尾我就也講佢講我愛芬達，係咯。了伊就切，帶佢摸，我講買性格嘅啊，帶佢摸。芬達是訂咩？芬達唔是成日嗰啲倒出來咩？咱去Subway攏迄種無線啊，5筆班機喎，你真係大，你是細還是大誒？你Tupperware？OK。阿個是，伊唔是
12ounce size 啦，我12ounce size 啦，我啦。你 double 位最關唔是一定唔是圓圓嘅啊，แล้วอันนั้น嚇圓啊，一啲尖淡薄啊，一啲較尖淡薄。以前佢長嘅凹啊，你可能一定冇掛近嘅嘛。對。OK。你食學點聲無人比搭 container 嘅咩？我食學點聲是比你水罐愈長嘅愈水有滴出來，伊 straw 會透出來，無是 MBR 啲水嘅。我嘅是 MBR 嘅車包。MBR 會使掟有隻機關嘅，隻機關嘅。我嘅 classmate 一叫佢 ballerina 會企起來啊，會跳舞者。我會記我一個朋友誒。我可以記一句個，我小學一個朋友啊，伊個 MBR 啊，你一定啊，你開伊 MBR，伊上加一個有一個 magnet 吊到啲伊個頭前個，特別你開起來，你定伊 MBR 時啊，伊 MBR 壓安尼，伊 MBR 扯起來個了，你知哦，伊個反手安尼轉安尼起來哦，伊反手伊上加你上加大炮啦，哇，對大炮咧對，伊安尼拖起來，我有。แล้วเอาหมด就是你第一頭前拖出來，伊是 sharpener， 伊 sharpener 拖出來，你使嘢變 MB 去 sharp 伊。係是拍破糖啊，好啊，because 我你只係好嘅人。好嘅人啊，伊好嘅人啊，伊會拍起來and then 伊MBR 內面有一隻 ballerina 對喎，跳舞嚇。你行起來等下伊會彈歌，成個 music box 啊，哇！佢咧 jealous 啊，以前就阿當成佢老爸就做 plastic surgeon 嘅。OK，哇！แล้ว我在想到MBR 嚇，我唔會講了喎。所以嚟啦，哇！你大個講未咧 ？OK，嚟就去講。After 你反打 ，after 你係junk food，嗰個係 junk food 嘅打，你 junk food 嘅打是一個 L shape 嚟嘅。แล้ว伊是一邊較長嘅邊啊 ，L shape 啊，較長嘅邊，伊是賣 junk food 㗎了嘅，所以無相嘅，也無糖㗎了，無㗎了喎。然後個另外一邊嘅是賣 stationery 哦，賣滴答鉛筆啦，然後rubber 破畫啦，嗰啲物件，伊是干那賣破畫咧，冇賣車。伊是你破畫有你學長嘅一個小會哦，學長嘅 logo。哦，即是你學長嘅車店來，你面是到啲間店就係賣上一團嚇啦。伊干那賣破畫了，攞去水車店咧。佢哋往水做販賣部咯，往叫做販賣部嚇。販賣部，販賣部係咩意思啊？咱中學嘅販賣部吼是有賣人嘅作業吧，有賣人嘅作業。有時俾你大開小開嘅車可能。exercise 部學作業。嚇對。這類是無會干那賣破畫嘅。OK。這只是布置罷了啊。但我感覺伊應該無算是販賣部啦。我未รู้。咱中學嘅販賣部有啥物圖畫紙啦、麻將紙。แล้ว你學長有喎，你學長有販賣部是另外一間。冇。哦，so 特別係你 means consider 販賣部咯，賣文具賣咩啊？特別我你會記你係破畫啦。伊破畫內面有無相款嘅破畫，係按照講話。3線、3條線、小方格、中小方格、大方格，長布子，對。有一種是較長嘅嘛，較長嘅是做 science project 是。科學部甲剪刀嘅那種較長嘅。對。然後呢？還有音樂部。哦，嗰個你音樂部你五線譜啦。五線譜嚇。哦，我會記，你都冇咧啊，冇大開小開啊。我講冇嗰時啊。特別我都應該背嘛。我冇印象啊。我都冇印象，我會記我有大開小開。小學嚇應該是有一本爾咯。唔知別記啊，我別記啊。我會記，然後他當然學誒，我會記，係一個物件叫做字帖。大開小開咯，大開小開，伊是好你對伊個筆畫誒。白色定嘅時候，
伊我会记伊是，你知迄一种古早样有迄个脑机钳铁钳好lu脑坑呢，伊有一个铁啊好lu insert 伊个 pages 进去内面诶。無我人嘅，我年代無安尼款咧。無我伊是 OK 字帖咧是伊是你知影打开字帖是四格拍四格吼，4個字拍4個字嘛，10個字吼。三厘拍三厘。三厘 OK 3厘拍3厘，所以伊 already 寫扁咧。特別伊有咧伊有寫筆畫1、2、3吼，你知講伊搭一畫線。了，特別伊是上 size 㗎，你會寫打開冊誒，所以你會使係 under，你係到底伊會底位你印對伊寫誒。迄個是中學甲有啊，我人小學吼是，我嘅小學那時吼是干啊，有一本冊，中開打開嘅冊，然後伊打開嘅冊呢吼，內面是 already 寫好了嘅，寫好了嘅。哦，這較新啊！寫好了嘅，是寫好了，你愛對調伊寫，特別呢吼，伊無啥講。哦，伊千，伊印千，伊無。伊字帖嘅意思是講吼，伊 already 有一個 sample，佢一本冊就是一個 sample，然後你特別夾坑嘅完全無嘅，坑嘅你特別對調伊寫，安尼款有啦，然後บัดรู้อีบัน吼อีเป็น做上一本了較新的呢就是有印迄個簽好你對แล้วเขารู้對了寫บัดรู้嘅嚇บัดรู้嘅較安尼款特別บัดรู้無寫本身啦哎呦，我聽到有人講嘅故事，我係故事古早嘅上加計 Flintstone 嘅點聲啊！嚇，你話走你個叫做磨白嘅嗬？我冇個叫磨白。有嚟人是自己畫白嘅。我自己嘅，是我講 ，because 上面是我，頂到是直接只出名嘅你白啊。有一隻出名嘅白，真只臭嘅，你知哦？只臭嘅，對，只臭嘅。了，你嗰條自己嘢去學堂啊！買隻單你去這邊嗰度咪對嚟，一多幾尺包你白掉幾尺包㗎啦，所以買咧就買係一支嘅白，一白嘅支 stick 嘅。然後伊有一支磨白嘅物件，你運到冇注意咧，你夾嚟可以出音嘅。然後你慢慢夾對處咯，你細啊是你一支呢嘛，一打嘛。特別你講下你 uniform 嘅事咧，等嚟，頂擺啊，這裡大小楷啊，第好嘅發明是咩物件啊？日本毛筆。對，日本毛筆，對，日本毛筆。日本毛筆。I think 這唔知啦，這什麼衫唔知。你知 magic pen 咯 ，magic pen。magic pen 啊。我學你講，我有。哦，呢是第好嘅發明啊，你。แล้วรู้ไหมตัวเนี้ยไอ้กับกิติชุดอิงนี่ล่ะ ฮะเดี๋ยวชุดอิงใช่ magic pen นั่นนะครับฮะ magic ink ฮะแล้วแต่เด็กอยากจิกวนเลยแล้วทันสิชาโต้ที่แบ็คเอซีกุยเลยแช่เป่ากันแล้วพุ่งสิเดี๋ยวกันแล้ว特別我人嘅先生無學我人用咯，成日講我人嘅先生講下，你特別啲廚用嘛，啲小楷那是啊。小開始啊！日本毛筆，雖然真係暗啊！安尼講，暗麼？我上間你 adult coloring 嘅嘢，你看哦 ，OK， 哇，好勢，我個唔知，路人後面，哎呦，我人係是別用黑白嘅，嗱，即係黑白，要黑白。sponge 嚟。That's why 伊阿妹吼伊較定咧吼，所以你愛教啊，愛關啊時吼較滯咧較水嘛。OK。我有時咪數 ，because 我想，你嗱這是個另外一種，咧，這是寫個背，即中楷然後咧，係散較散嘅。係咯，有隻係寫嘅咩？你我做 calligraphy 嘛，我寫 calligraphy 嚟叫。Tapi lu mesti寫同人字啦。寫 calligraphy 嘅水哦。我阿莫 calligraphy 冇用一個日本毛筆嘅，然後這是較散嘅個。特別睇佢寫同人字哦。我有本啦，特別我冇未曉，我寫冇咩水。focus，我本未曉寫。因為你一本字嗰陣。
是咯是咯。这把毛笔，哎呀，嘛普吉毛笔。我哋攞試下小啟打啟嘅啲級車先，你攞。我睇暑假嘅，我睇暑假寫打開上嚟。幾點了？哎呦，哎4點了。OK，你後面講咩？到你講後尾一項小愛物件，你想要講嘅，before 你去困。哎呦，那這我如講做正事呢，我問你是看你跟上你4點。佢講。我忘記話我 baby 買考呢，我 baby 考我就直接接佢。你講。但係阿三講學堂衫，伊講 uniform。對。小學 uniform 冇特別咧，冇乜。淡藍色嘅嚇，是淡藍色嘅。淡藍嘅。小學淡藍色。actually 啊，成個路人啊，外國啊，那款嗬，成日講到 US 啊咩啊，那款嘢啊，伊人小學嘅咧冇 uniform 嘅嚇，是穿家己出來衫那款嘢。depend 伊是看你那是 private school 有咧，有 private school 有咧，有 uniform。就穿 uniform。public school 嚇 ，public school 是講政府學堂啦，政府學堂是冇 uniform 嘅。係咯，冇 uniform 嘅水嘛，梗係整水去學堂。是講整水水有。成個派查某啊，你嚟曬，有你成個真正叻啫。哦。特別是講樣是，人是頂多是講爽啦，趁情水水啊咩物件，特別嗬，你攞掉咯，你係成個半成個 status 那看咯，有啲學嘅人你看出哦，伊嘅衫較水，然後較無類嘅人，伊係感覺到講，哎呦，你看喺咧學嘅人穿嘅衫，然後呢，有陣時講你穿 uniform 咪講，你隔得人像嘛，所以你未講，你 uniform 是學嘅人。有像呀，有像呀，有本啊咧。uniform 學嘅人伊會播，伊會變得好啊，伊播係啦，較水淡 bright 啊，伊唔是。較重青啊，較舊嘅伊係你變得科，較 good 一包，特別我係特別使。uniform right，你特別啲學堂俾，所以你面頭嘅嚇，你特別可以嚟1000塊，加是幾百塊，咁了人俾上嘅，所以你那是愛 sweater，it usually 是安尼款嘅 sweater vest、blouses，加是 tie、skirts，你 socks，咁了物件，你特別俾一套嘅。變啊！到裏面講到你外國啦。一箱一個 vendor 嘅，伊無啥講，人是蝦米色？你知人我使去迄賣學堂衫又叫做咩啊？賣學堂衫嚇，新路華對。彈吉他嘅票啊。吉他票對。所以你去係一種迄邊嘅位嗬，我一個朋友伊是賣。伊賣學衫嘅位嘛，伊本是賣學堂衫嘅，咩物啊？係真嘅啊！咩是叫做賣學衫嘅咩？人試試啊！伊有賣學堂衫，然後賣學衫啊！OK。伊係真嘅，唔知叫咩？伊店咪怪出名，本嚟邊嚟？But anyway，伊是安怎講？伊甲我講，伊人真係衰。我from 5時講，你人啊，就住 SPM code fail 嘅時候，然後你去調喺做實事，你叫你出來人嚟甲我俾學衫。依家很説嘅時候，同我辦完報告，講下我嚟我處俾啊。特別我人白魯小學無上啊咯，白魯小學提示上轉啊。嚇，會使穿迄個無上嘅 uniform 啊。伊會使 sports 嘅衫了。OK，成個人穿 PE 嘅穿嘅衫。嚇，你五節裏邊呢，成個是3節會使穿 sport 嘅衫咯，然後1節咧穿到對uniform 咯，然後另外1節咧你會使穿unit uniform 嘅衫。unit uniform 是Saint John 是在穿 Saint John 嚇，你就穿 Saint John 嘅咯嚇，上好小學會使，特別只謝小學咪如較謝是 DRS 啊，伊人穿嘅青色嘅 DRS 嘅。DRS 係咩意思？DRS 唔是青色嘅衫，青色嘅衫
車食嘅衫唔是時刻夾布地個整車食晒。冇，KRS 車食嘅係是， TRS 佢哋唔知係咩 KRS 啊定款物件啦。Cadet reminder 是講。哦，แล้ว DRS 是小 DRS do not 條 because it's same 嘛。哦，OK。咁配都要參下面小二是要參下面課外活動 extracurricular Bulan activity。 sabit merah. 哦，你bulan sabit 誒，我年代冇嘅喎。小二都有誒啦。你人有嘅咩小二？你知我唔是中學。我有喎，小二有喎。我小二乜啦有嘅。Scout 嘛，即係 Scout 對嗎？我小學是冇成長嘅，我小學冇成長。嚇，對，小二冇成長，特別有 Coco 嘅冇嘅。有bulan sabit。Bulan sabit lah. 我是bulan sabit。紅係咪紅係咪紅星樂隊嚇？紅星樂會是樂隊。紅星樂會。你 bulan merah กับ Saint John 冇相啦。嚇冇相。OK。嚇，我中午到 Saint John 特別我嘅小二是我冇參滿啊。Actually， I think 我上個時你參上個時合唱團是隨做即個uniform 嘅 society 咧，上個時，所以我是合唱團choir 啊，choir 對 group 啊，我是超掛，我等過有 choir group，我是超掛咯。我未接嘅，我未接嘅。你參幾行？參一行就會使啊咩？伊上個是一，頂我中午我嘅細漢我未記啊。YOAS 啥嚟喎？叫啥嚟？一個 club， 一個 uniform， 加一個係咩啊？讀車。冇啥咧是中學小二。小二冇。馬我是小二。馬路甲來講愛三厘爾嘛，即幾小二三厘喎。小二三厘你這樣響？我小二三厘喎，我小二參bulan sabit merah，然後參下你樂隊啊，隻樂隊啊，嗰種。哦，即係 band。樂隊拍 band 呢，然後就嚟過樣。哦。啥嚟？我就冇影，你 band 拍咩？你 band 拍咩啊？band 我是口風琴。係咩？口風琴，講用吹本嘅啊。你有隻物件我用吹本嘅喎。是哦。Clarinet 是 recorder。我冇知唔知？你叫咩？係咩琴？你講咩？應該即係我大方應該知。口風琴啊，你是哈莫尼口卡。風琴啊。哦，唔是哈莫尼卡，唔是哈莫尼卡。便尼卡。係你藍色嘅 plastic 嘅。藍色嘅 plastic 藍色 plastic 嘅，會使。我知啊。隻 keyboard 咧，keyboard 咧嚇。keyboard 咧，就嚟跳出來嘅。對，你叫咩？你叫便尼卡，唔是，係咪叫咩叫 accord？ 唔是。我知啊，唔是 accordion 叫咩啊？等我下你我大行去吹啊！講口風琴嘛，口琴口風琴，你是本嘅是你是 direct 你本自己伊個口琴啊，口琴是哈莫尼卡喎。口琴唔是哈莫尼卡咩？melodica 嚇 plastic 嘅。呀哦，哈莫尼卡，我唔知啦，我係是有 keyboard 嚟得跳。便尼卡啦，你是叫你吹便尼卡嘛 ？because 便尼卡伊是上個，伊唔是哈莫尼卡是有棒啊，好多本入去，你會使本有你使數嘅嘛？胡敲啊！一支嘅，嚇，你叫口琴咩？你叫口琴啦。係啦嚇，胡敲嘅。便尼卡本條。有人數嘅咩？條係我冇你數㗎。冇數嘅本誒。你講便尼卡嘅係咩？便尼卡嘅係咩？你另外隻咩啊？melodica。melodica 對。melodica OK 我諗看啊 because 我真正暑假我係買學堂有嘅喂 melodica 啊嚇對是唔是你看你嗱你藍色嘅咯嚇即係你咪記要一個擺嘅我是會每看是 direct 你本入去嘅還是要擺嘅我去買擺我同你講你本小股嘅時候你嘅擺嚟曉你攞出來嘅了我自己去買，我擺我大禮拜去嘅事。我有攤也都對自己嘅。
我學堂也是，我會使夜到對我。對。所以我參嘅時咧，我就家己買一條新嘅筆咯。然後我用嘅時候，我換我家己嘅筆片嘅嚟換咯。哈。OK。我唔敢用人嘅筆 ，sorry。這是你 band。別人咧，不了個 OK，所以別人嘅 activity，別人嘅小學嘅 activity。我是 recorder ensemble。recorder 是安怎樣？我講下。recorder 是笛子，唔是咩 ？recorder 是上架錄啊，行件一個滴哦，OK。落嚟嘅，機車啊，雅馬哈佢啲嘢啊。哈，我確定。特別係你是特特你小學嚟學到嘅。係咪學到係咪數？特你小學就學，特別我是你是 special 嘅，你接較前面。selected to join recorder ensemble。recorder ensemble 面是緊呀，係 soprano recorder 呢。normally 學嘅時候你識記嘅，所以 soprano。哈，你讀然後我去讀嘅是alto嘅。alto 係較大較微嚇，較輕嘅，較大機嘅。較淺嘅聲。淺哦，特別伊個是唔是較肥嘅？伊個貴個一支較肥嘅。嚇，對，伊個肥你就你個條大力個吹咯。哦，你然後伊就肥較大。ensemble 有，伊個 ensemble 兩個咯，所以兩種嚟recorder啦。最熟嘅微微。你直直笑我講一支較肥嘅。我 imagine 你笑啊你啦。小歪啊！不，我就愛看你播鹹啲伊是花銷嘅，還是營銷嘅？伊絕對唔是花銷嘅，但係那會曉等人。伊就唔曉。但係你講，你個小弟上學堂曉？小弟學弟丟，一個字啊。哦，小弟學弟，小弟是這個小寶嘅小弟，這個小弟 ，OK。對，小弟是小寶嘅小弟，伊是大我一年嘅。還哪學堂啊？馬來學堂對。馬來，你後面你學堂名咩名？來聽者啦，伊人係還哪學堂啊？小學那時啊，伊人係無相嘅，甲人華小一人無相嘅。OK，你講下你小學經驗 ，OK，來講者。我小學啊。我諗所發，我聽到嘅咧是東立學堂嘛，成日考古經嘅咧。哦，是啊。然後對唔對？我講頭東立車是唔是東立學堂成日考古經嘅？有你解咩？誒，特別我學堂我拍見啊。但 OK，number one 咁你講，即係咪屬於考古經？我人特特嚟學生嘅咧有 number 嘅咁講。我人嘅 pocket 啊，我人 pocket 有隻 number 嘅呀，嚇，我係是幾號啊？嚇，填隻 batch 啊，你 before start 學堂時都去 in a special in your number individualize，嚇 personalize 嘅 OK，攞個幾多學校哦？我 A 幾個，我會幾個，啊，你幾號？0187 A 0187。哦，0187哦，水分啦，我係整我 A 哦。我係是81148小學。哦，我中學呢，我小學冇number。811，that means 我一年級是81年級嘅，就是81咯。然後148，81對。冇我甲你講，我好似是講吼，成日講幫鹹啲伊人啲還哪學嘛。你伊人細漢啊時啦，伊人就接觸到無相。較濟幫曬人，對哈。你人是干那長人咧，所以伊人嘅心情甲伊人嘅，I mean 講伊人嚇，我想嘅交流嘅。特別我學堂冇馬來人，但係佢少啦，唔冇講假濟馬來有印度人馬來人環境嘅咧，本身嘅話嚇，嗱你講下你經驗，咁到底你嘅sekolah menengah apa sekolah rendah sekolah kebangsaan rendah sekolah rendah kebangsaan Jelotong冇啦，Batu Lanjang lah. Batu Lanjang. Batu Lanjang 我係文山啊，文山嚟。冇，Batu Lanjang 我係幫。OK。對面就是幫咧。OK，講下你嘅經驗。呢年級嘅時候。查某佢大下邊嘅名咩？Putu 呀，Putu 就未大你幫下邊嘅喂。講你咪你水，而家講你水是啊，你幫嘅人，死了啦。死人食，死人食，
because 伊人啉的水是安尼德拉加是Anyway，我今年是教我的小学的，我小學是 happy 的，但你去呢吼，你也未一班的點聲，所以下晡班是standard 1教我3咯，但是早起班是4教我6是早起班咯。你也未去學等時啊，也未 start 的時啊，也未本來是，但係有囡仔佢咧佚佗哦，前日一項款嘅物件，跳鈴嘅。跳個打啦，冇到跳走嚟走又冇到，伊係你係咪加拉班長啊？叫係你叫咩啊？係你加拉，你知？加拉班長，你有佚佗係你嘅？加拉班長。講實個，伊三腳人扎了一分嘅咧，你係時你會掂着走過 all the way to the end，嗰條人就過係你地杯一分。哦，我知，伊係幫你嘅係對，伊係幫着你，是講你一幫着你就 out 咧。華語叫過河啊，過河啊，哦，回江但係有佚佗物件，無相物件就對啊，然後有嘅是係你伊布艾音咯，係你佚佗你伊布艾音，有一個隻個雞嘛，對，做小雞，老鷹抓小雞，所以老鷹會來食你嘅，鷹啊是。無生我就面啦，whatever。我除到你嘅 school emblem。對，有一個 dot 嘛，有知啊。伊寫有沙哈但加拜。有沙哈但加拜對。然後是，只爽來我等，佚佗嘅物件，然後我人只暑假去求下你，樹林長嘅紙。樹林紙對。樹林長就 ，OK， 你幫意思啊，只爽，唔使只骨咧，骨紅色一粒誒。唔是，係啥㗎？即是黑色，伊淡薄成個絲瓜，特別 brown 嘅絲瓜，伊有粉啊噃。brown 嘅，伊上無成個你擔啊，你擔啊。我真係想幫你。家裡伊部。係人家來拔藤人嘅咯。有，我諗冇做你看過。伊拔到頭殼，伊來藤咯。無就去靠伊嘅針，伊接啊落來咯。因為是你咪做隻個一個 rubber ball 呢？迄個叫做咩啊？我吹 English rubber seed 啊 ，rubber 咩？嗱，你講嘅是 rubber seed，對。OK， 我好多看，我一掂到滷嘅是只甜嘅。伊成鵪鶉蛋咧嗬。嗱，我都看波劍啲，咕隆一粒。唔是波劍啲，別使講，唔是，把這裡拍金配。我未看，我電話啲渣。別見你我放嘅時候你看。你還啊，我等食嘅物件你食下，我講食嘅物件。我學堂咧曉，伊大是兩大呢，一個馬來人，一個唐人。然後伊唐人咧有賣下你 snacks 咯，下你零食咯，講零食，OK。零食 whatever。有賣下你鹽礦，下你食個一個鏈嘅呢。冇通成個下你 Smarties 成個下你學鹽礦嘅。伊冇講下你食個白白嘅，伊看咧食個一個鏈嘅呢。冇，你知，咱做家食，你話佢就講係唔啊？你成日咁一個鏈，你講你食車鏈，你講食個車鏈嘅呢，擺隻個鏈嘅呢。是阿冇湯嚟啊？冇 snack 啊！邊哦邊嚟，你知啦，你做家食啦，你話講。哦，我知，伊是成個 form 啊，你 airy 嘅。係成個 form 啊，你對，我知，古茶鏈，係古茶鏈呢？對，伊個別你做，係咪做過？係咪做機啊？咪做機。當然咧，嘅來數。我冇常俾嚟食。你食個拿大拉呢咯，你數起來。對。因為是伊有賣是福建麵，特別福建麵是無聊啊！我就講聲，伊食個一個片哦，發嚟糊餅呢咧。哦，แล้ว米糊麵係下撈嚟喎，米糊麵下撈嚟嘛下撈嚟對下撈嚟。哦對，所以一節換一節誒，伊福建麵一節啊，
哦，拜鬼食，拜鬼是serve咩？拜鬼是serve咩？food 冇上啊。แล้ว curry 米是伊係攞地錢一四地豆卜，伊無聊誒，你伊吞個了冇清清嘅。OK。有馬來人誒，我食伊物件，馬來人誒，伊有盤，係一個煎嘅糊，食下嚟鵝誒，下嚟阿三。淋巴。冇，伊是淋巴糊啊。伊是鵝阿三乜嘢？哦，做阿三糊。阿三糊。煎阿三糊。煎嘅阿三糊了，因為一瓜咧是一個咖喱瓜嚟啦，清清咁嘅一瓜，特別真係好食。我教我到底啊，我唔知笑了伊個咖喱瓜。然後伊有冇，伊是淋下嚟糊咯，伊特特是糊嘅，下嚟糊。伊咖喱是干那伊無包含嘅啊，無 protein 入面。OK。無是瓜呢，味素呢。所以了，伊個 protein 定擺講料，冇料嘅。是咧，伊 protein 還是糊了咯，但係阮是第貴啊喂，因為我等嚟四半個半嘅，我4個半咪一半啦 ，OK。because 你等人嘅咧是2半3半嘅，因為一半幾嘅，所以就算較貴啲 ，because 有一地糊嘛，伊一地全糊，所以係4個半。了嘅是講 private school 就是講食啊，我較歡喜吼。是啦，我會記死我會記嘅，伊味素嘅了，佢就講，了伊嘅垃圾是馬來人嘅，水嘅。咁配妹咩？咁配妹咩？我講你讀學啊，學堂啊，了你穿嘅 uniform 是baju kurung 是哦。冇啦，邊個科啊？邊個科是佢哋成啊？藍色嘅，燈藍嘅。tapi 有啲學生會使經穿baju kurung嘅咪對？你愛穿baju kurung 咪使，冇人 stop 你。我年代時我細個時換啊朋友冇穿baju kurung嘅，伊唔是愛穿，冇你愛穿咪穿唔要緊嘅，特別你係 option 係穿。對，有嘅馬來人冇穿邊個科，阿貴是我朋友，because 伊人。地行伊人免爆頭嘛，伊人免爆頭，伊就免穿baju kurung唔要緊嘅。特別有你當人學生嘛是穿baju kurung本呢，好穿嘛，冇爆頭呢啦，較 comfortable 啦。會使，當人冇會使穿嘅baju kurung，因為是伊嘅垃圾咧是有阿三個冰到裏邊嘅，伊面是食個啦阿三垃圾，伊是阿你阿頂馬來人嘅垃圾水水嘅。阿三個冰是雲南人嘅咩？阿多我。Alustai kita laksa tu siapa asal keping ni? Si ane Malay lang eh laksa si style 先呢？伊 style 是馬來人誒，我甲你講成。了係是伊個賣伊賣咩啊？donut，伊 donut 真一無粒誒。係咪意思係藤啊？donut 是貴貴啊！伊什啊？你炒啊？你炒嘅藤啊？哇！誒，你是 donut 就是貴貴啊？伊面是貴貴啊，貴貴啊是係學堂嘅，伊面是貴貴啊，伊是 donut 嚟，馬來人嘅。貴貴啊是 sweet potato 嘅 donut。對，面是係你，唔是啦，伊是 donut， 伊是用係你米粉做嘅啊。我咪諗落會叫，我小學嘅時候，早起嘅時候，當時我去canteen嘅時候，我係看到人擺 already。我愛米㗎啦，到啲後尾一個叫免費早餐嘅，係咪樣叫做 free breakfast？有時候你把節間，你唔知成日你早餐券啊，你唔知你 family certain income 咧，你係偷攤接 free breakfast。我諗係有，但係特別有誒，即係係教育局誒。特別好，我特別去站辦 ，because 我係canteen嘅邊啊是站辦嘛，所以我行去站辦時，我看到哇，你食我擺到有人冇食，你知伊無講就好食嘛，然後我喺上面食，佢一擺到咧，伊 already 我係掉，我喺上面去食。你是香嘅嘛？有特別咩？伊是香嘅物件咩？特別那是香嘅，個人食嘅物件香嘅嘛。特別有冇睇經咯？有冇睇經？有時 already 就即下面是 already preset 了咯。所以你去下邊食，而且我伊個多，伊個幾拿多，嗰啲是免費早餐嚟嘅嗬。我特別行過時看，伊 maybe about 70% of 伊 food 有人食呢。伊剩呢30% 係隔落去，所以我看到我嘅心聽，我嘅想要叫邊個食。好啦，有嘅是 because absent 啦，有可能 absent 啦。冇事㗎，即係我譬如講冇事㗎，即係閒啦，即係驚。
特別成日講我教學堂啊是咧嗬，若是講有厝，較濟是無厝呢。若講有厝呢嗬，我人學別個 student 教。哦，就係講我嘅意思，伊阿姨 ，because 伊放啊，另阿姨食飽了，厝內個人就倒下夾起了。有發生，就是我看到我介想要去食，即係都搖落啦嘛嚇。你去食，伊有 check ID 咩？冇 check ID，特別伊人有就抓，伊就夾，伊就夾咧，就抓啦嚇。特別我是看心聽，我識係我麥度教，我講未使客家，未使拍生食啦，所以教背人就是你看到拍生就直個兩你時候，我就是我看到有客家嘅時，我心就痛咯，我感覺到尾後面我 at least 食幾粒我咪免客家個兩去掉。而且你都去偷話㗎，依嚟學路，to be honest。Maybe 啦 ，maybe。Because 特啲有囡仔 absent 嚟啦，倒冇是有嘅，特啲是有嘅。我人嘅我當時正常都係男人學女呢。我一個好奇嗬，成日講即個保健師啊，一啲頭患那學堂嘅事啦，你頭嘅事，你出嚟時，甲你講患那阿嬷咧，嗬，你人按怎溝通咧頭？冇啊，成日講咱華小嘅，佢自己講華語嘅嘛。我厝是講福建話就阿嬷話咧，因為我去巴士架。伊個等人學堂甲阿冇車，我係去巴士先生，伊是在咧都是到麥都冇嘅位等人學堂啊，小學啦，伊個等啊。你路讀 kindergarten 啊？我有讀 kindergarten 嘅時路讀到落去？到我位厝入邊嘅。OK，阿英語入邊。你大啲家，所以你其他嘅時路，你要學馬來文，有學英文咧。近日學英文嘅就是，呢兩陣是冇教馬來文，特別馬來文去教學堂啊，文文。我係叫我大啲家是，我小冇講阿莊啊，我見到嗰陣時做 UD 班 ，OK， 我去 UD 班時，我已經有學馬來文咧，我往表演嘅時，我是唱咧，bangau oh bangau mengapa engkau kurus macam mana saya tak kurus 呢隻歌，我係叫我唱嗰啲歌。你冇聽過啊？仲冇聽過就怪。我冇聽過。我大學冇聽過哦，我大學少年未必冇聽過。係唔係咧？Lembu apa kerbau kerbau mengapa engkau kurus macam mana saya tak kurus ikan tidak timbul 20幾歲呢？少年家，所以後尾一嚟。咁我講啦嘛，27歲 officially 27歲會去27入面是。等我係講就成日，等我聽下伊個小學誒。我唔是00後。嚟講下你小學。97啊！伊第會記咯，伊 actually 我96。我計 surprise 啊！人我係 student 呢，會聲嘛，甲伊差唔多聲咯，咪咯。Hello，你使做爸？你使？我係使做嘢老師。我係使做嘢爸，我係使做嘢爸。你係使做嘢爸。做嘢媽，你嚟做嘢。那阿岑立生是你媽，我是你爸 ，OK？ 我 student 呢會聲本身伊人哋講咗咯。少。So 好，等陣我咪講嘅時，我只 surprise 講好，人阿岑立生話啦，嗰兩人嘅小學會記 memory 搞得真係清楚嘅哦。你 imprint 到你頭腦嘅 ，OK， 嚟一小嚟你講 ，OK， 人好即係我大香港話伊個小學嘅經驗，嗰人我係咪冇想，嗰人係台內電台要電阿岑立生嘅話，你大概咪冇想。你翻嚟播？伊是00後咧，伊是00。我 I think 00後嘅教，我感覺我嘅年代，我感覺到有真係無相啊啦。哦呀，是真係，I mean like there is a difference 啦，我感覺。OK， 所以4年前差了都無相啊。你是00後就是講羅青年出世人啊。因為有電話，因為我下真係基本都有電，特別無下你 touch screen 冇手電嘛。冇手電啊 ，technology 冇 internet 個嘛，個插線個係係。哦，打粒。對，我講有你小學安怎你記你小學嘅時誒係咪物件會記？你係咪學堂成講？我1年級2年級嘅時，我是讀愛淡嘅，所以我是讀係中華嘅。
等因為後尾我搬去一個180位啊嘛，所以我就搬去3年級嘅時，我就去迄個時鐘啊咯。OK。所以 actually 我後尾我19歲20歲時，19歲時我都退去教冊，我係 form teacher 變我係 colleague 嘅。Oh my god! Like it's literally 就是坐到我邊緣嘅，你知冇？哦，哇！會聊啊，好巧哦！哇，好了。So 我會記錄，應該是會記錄啊。會記我。你看到先生係錯咗。我未錯，我 expected 咧，就是特別 quite fun 啊，就是。我是一年級、2年級嘅時，我成績是真好嘅。我會記得就是我成績真好嘅。then 我媽吼愛帶我去我媽嘅厝對厝180過後啊，我學堂啊，我3年級嘅時，我成績都變真正maybe 你換 environment 嘅時候。對，我未讀冊，我本無專心讀冊，因為我無咪是因為我本地學我nanny講嘛，我nanny是真嚴嘅，所以會變用電腦拍我，所以我成績真好。但若是我對佢啊，我媽是幫勢，伊人家都無時間管我嘅，我媽伊都無時間管我嘅，所以我代志就是補我家己嘅物件帶出。你做咩啊？你做咩事還是？補你家己做時間嘅啥物？因為我是。在學堂我大概是1年啦，是無啥物讀冊。我本未曉，我本聽袂住啊。So like in my whole life 啦 ，only once 我媽like 真係叫未拍我啦，就是未我就是因為 standard 3我學了過，我學堂了過後，我嘅成績無好嘛，所以我這個先生咪拍電話好，學我媽，學我媽了 ，then 我媽吼都。真like 伊就真 angry 啦，就是說伊就轉來罵我講安怎，我無講過。我媽是安尼看，我媽吼，就是你成績差吼，是無講我嘅事嘅，但比你成績差吼，來嘲笑到我嘅事，我因為我真無會嘛，我管我嘅事。So eventually, like after that incident 啦 ，so 我entire high school life 或 primary school life 就是我有一個。principle 就是吼，我到學堂做蝦米事本好吼，袂使甲你媽講，袂使迄個會袂使燒我去我嘅厝內，所以我家己解決，到外口家己解決。你話家己簽你買簽名不敗哦？我媽吼是actually until like primary 5嘅時，我媽是無管人款物件，伊講啊，你會使買弟弟啊。叫我簽名，你我係簽名，你家己簽袂曉嘛？伊是 authorize 嘅 ，authorize。我係嘛是無管我係，就是唔係亂到伊就丟我係嘛是嗰啲。所以我知影我3年級丟名了吼，過後吼我就知影，就是我成績吼免上好，但比啱好就丟。OK，會使貴呢？對，所以我就是變甲後尾一班，變甲後尾第2班是第3班咯。特別我有 like some of the subjects 我無蝦米讀冊吼，我本是 OK，就是像講你是講啦，你是講你是無心呢？我袂曉我無心啦，因為then我個學堂甲朋友伊啦，就是嚟看啦，大家自己交朋友伊。Then honestly 就是 like 若是講叫我想到對我嘅小學嘅迄個 memory 來講，假了是到第1年咯。Actually OK， 爽本來你想起來你 memory 啊是鐵頭呢，我感覺阮趣味本啊，冇成日有意思。我是鐵頭加去 SPM。我 SPM 是家己是無讀冊，我是 SPM 成績出來了過後啊，甲調冊驚講哇小爛了 ，then 後尾去 STPM 嘅成績夠邊啫，都夠邊都無，就是我是家己放射。哦，STP，咪未歹嘅，而且當叫 STPM 個叫 STPM 個 ，STPM 個叫 STPM 個。OK。SPM 個叫 SPM 咯
SBM，在 BM 嘛叫 BD3 啦，應是比較。嚇，我唔捌聽過喎 BD3。冇啦，BD3 本 cancel 咗了，變嚇叫做咩 USA 了 ？USA 啊 ，USA。有時akhir semester 還是別幾又別記啦。哦。你當叫 USA 是哇沙，呢是叫做哇沙。哇沙。And then standard 6咧，standard 6好冇啦。OK， standard 6咪是 USA 咯，唔是啊？唔是。4, 5, 6 standard 4, 5, 6 tingkatan 1, 2, 3 kalau pun si USA。但你本就被 call 咧，咪รู้，唔是講。係咪？等到我是 standard 6㗎，唔，等到是 standard 5。哦 ，standard 5 standard 5是叫檢定考試。standard 6 standard 6 UPSR。我係頭前 UPSR。Kalau baru 4年基本就被 call， 5年基本就被 call， 6年基本就被 call 咯。總之是二倍就 call。美國叫做換衫，because 到你 end of semester 就被 call。OK。我大行咧，你講下你會，所以你佚佗，你去學堂佚佗咩物件到底？哦，拍badminton。我唔是我佚佗，是我第暑假就是甲朋友講我，就是我識啦，我第暑假嗰時。佢哋因為我會記得乜人講有 uniform 啊，佢哋講我第一件就是去 uniform，佢哋老怪物件，咁樣唔係叫我做就對啦。哦，就是佢哋拍乒乓啊，第一件拍乒乓嘅時候，5年級我就是先生來是依家是不先生有時本是有時淡薄笨大本嘅嘛，伊就是來是看，伊度邊嘢款嚟。無按照看嘛，所以我就是一start的時我拍落嚟啦，安個拍，然後看伊無啲嘅時，我就走啊咯，走啊等陣啊，收到頂嘅時間轉來款咯，就是我無暑假，我本無暑假 uniform 嘅，因為 uniform 嘅不殺端，對，因為我對我嘅第一期就是因為我嘛無咪管我本無。成個因為無解白大嘛，所以我哋咧去下啲 uniform 嘅時啊，like I'm the only one 我無穿 uniform 嘅衫，但當下啲不是短 start 嘅時，因為我阿未買過，但當時我阿未買過，所以我特登是穿 like normal 嘅衫去嘅。哦 ，OK， 所以我是無暑假去按呢款嘅位，我第暑假就是甲朋友個時頂看下啲，我嘅年代是看下啲葛美良啊，葛美良加下啲，葛美良係下啲。No, it's like comic. 係一個 comic 嘅款呢。一個 a boy and a girl。你應該是 Ben 10嘅年代時哦，我打。我 Ben 10嘅年代個我甲切我甲個 B Ben 10嘅年代個老那部，對，個老那部個。Digimon 啊？對，差不多安尼款 Pokemon Digimon 嘅年代。哦。然後我哋 rubber 面頂個是有 Pokemon 嘅嘛，所以我哋以 rubber 嘅是，都是以安款物件咯，以我哋家己 invent 嘅 game 啦，就是以安款嘅rubber 啊，入來掟了啊，吸到最嘅 rubber 了就贏了咯，安尼款。六年級嘅時我都會記到是 UPSR， 我係個 UPSR 嘛。你有 after UPSR 過了出來過，他真陣時我唔知，我人食興貝啊你阿毛糖你知無？then 你唔知規類嗰款貴包嘅款呢？then 我人會暑假了去當本人啊，還是我人招人買啊，人安款一包安款23塊，安款貴啦，公司都在買。對。我then UPSI 時啊，像個 call 了過後啊，先生佢係 like there's a period of time that 先生冇一班嘅嘛，是唔是？so call 了是。對，佢哋紅事，佢了過後啊，等我人俾下你按摩腿，我點起下你紅事喎。可以拍係啊！我嚟咁樣橋，我而家成個破檔。就是I think 6年級嘅時都真濟幾個怪物件出來啊！知咧，應該是啊，學先生知到愛條拍咧，我覺得。嗱，講我 class student 做啊，你講你係條學啊，問題嘅半死啊！可能是只狗靠尾啦。
哦，誒，我甲女人講，女人成日講一項物件咧，哈，係咪？咱兒童節，哎呦，對對，有慶祝兒童節咁配啲小世界咯，學呀，敢若小學兒童節，咁配敢若啲一種小學上兒童節呀，你知道？攞兒童節歌哦，攞兒童兒童節怪哦，我兒童有嘅喎。冇，但係我真係是個兒童節。我兒童哇！因為曉兒童節喎，我哋歡樂燈。有啦，hari kanak-kanak 啦，明嚇對，hari kanak-kanak對。安怎女人是安怎做？哦，我人嘅是成個一個 party 咧，大人也一行嚟食。博樂嚇，你一隻爽嘅，免頭上啦。誒，我人兒童節是拜六嘅喎。冇，我人嘅是 weekday。我人是拜六。六。兒童節是一個節嚟咩？出嚟唔知。誒，冇唔是。啊，佢是咩？啊，是 October。我是10月1號。啊，October。啊，10月哇，攏個會知個。哦 ，maybe 冇，我會記啊。我會記是有學點先 ，because 伊是想你使找早棒誒 ，after 了兒童節你使對誒。我人個有表演係咪兒童節？跳舞係咪？喂，年代跳舞啊，唱歌啊。兒童節你無攤波行，你特別表演嘅，特別做一個跳舞啦、唱歌啦、做 sketch 啦。你講嘅，我哋嚟看只 special 嘅。冇有誒喎，N 有誒喎，對，N 有是成個 give back 嘅。以前講可能一個 lollipop 有我袂記啦。有往下借好了誒。你特別去跳舞啦，講歌數啦 ，whatever， 表演就掉啦，特別做表演嘅。你講咩啊？比賽啊咁配。那我等有模範生哦。模範生是兒童節時間頒獎嘅咩？畢業典禮嘅，我諗係畢業典禮嘅時間。畢業典禮。模範生但係是 role model 你係咩啊？哥哥murid 啊，你人有。真教嘅啦，成阿咪成一成係你成亦都可能對 example 你叫做咩啊？冇話valedictorian。啊，冇得錢啦，所以意思想學把你學生對路，你看咯，你 good behavior 功課個好啦 ，activity 個好啦，你看你唔見。冇。佢哋就是成個選股啊，你看咯嚇。我人是選股嘅喎，我人係選。哦，你是當經驗，唔是細經驗啊？啊，係經驗咩？先生經出來了，先生經出來歸哪裡？先生經出來歸哪裡？了合成經嚇，了就是係你就是去體驗選股。哦，I think 我嘅嗰陣時係先生經驗。那個有宣傳嘅，你知哦？有宣傳嘅，真好笑嘅，我就是要講出嚟。Student President 你看嘅，真好笑嘅。你講下叫 Marilla Gad。我當時嚟看，伊就叫 Marilla Gad，OK， 只 Marilla Gad 嘅 size 啦。然後伊大嚟合成啊，伊有無相嘅 logo，就成個人把路人嘅當嘅，然後有手錶啦，有加 mousse 啦，有 NB 啦，冇 online，然後有尺咯，哦，然後嗰下面我唔記得，即係 NB。伊 NB 你使下面 NB 本會使，樣畫甲真水嘅，我甲你講，樣有一個。邊啊有 assistant supporter 然後呢個人鬥下手裝甲水水然後呢，一樣來繳票嘅時候，伊會甲你講我是蝦米班嘅學生吼，然後我是我 logo 吼，我標誌吼是手錶哦，然後會記啊投往手錶一票然後呢，伊要行出往嘅班嘅時候，伊就要講記得投手錶一票，記得投手錶一票，我甲你講，投手錶一票。講實打啦！我last time 是佢哋做宣傳啊，做宣傳就是對調你看見拉票嘅咯。然後我是佢哋演講嘅佢一個，你知哦，就是講我係介紹咯哈，這個是我們班的什麼什麼。搞咯啱咯，就用 special。然後哈，伊是運動員啊，咩你看你搞啦，特別嗱老師寫咧，我特別去講，特班啊，你講佢宣傳咯，你成個人係選股啊，你講就做 campaign 嘅。N 梗啊，所以是 N 梗啦，去甲
人講，去甲人介紹你 candidate 啦。是咯，老師就冇經我做模範生啦，佢叫我做，你可能行佢去介紹別人。在你 battery 搞嘛？那是講是人熟格嘅人吼，是人上之年嘅嘛，對。你家家咪就係人是安怎嘅嘛？你若是個人熟格嘅吼，我入來拍手啊拍破時間大聲嚟，啪啪啪啪啪啪。你若是講你人冇熟格嘅啊，嘢款啊，人是人用嘅就入來。頭一班嘅，我人哋攞嘅，我同你講，我人唔是頭一班嘅嘛，我是後嚟搞嘅啊。抓死是唔是？就啷欠毛噶啦。多記啊，當時。誒，等我實到你講小學嘅時，個後面物件，小學嘅時，等我諗個兒童節，兒童節有跳舞。畢業典禮咯。兒童節個畢業典禮上時嘅咩？冇上嘅。冇上時嘅，畢業典禮是我成日冇咩記畢業典禮。我會記講，我人小學嘅時，我人有去看畢業典禮是 graduation。畢業典禮還有加班。哦，你話有啊？冇哦 ，prize giving 呀，係你是冇有嘅嘛？但係有嘅。我未記咗。係有加班。我彈掉，即係。你彈咩獎？我彈掉，獎。搞主角。冇啦 ，best improve。如果是一至三嘛，咁啊呢拜多班嘅會一至三了。你是第跳你這。哦，進步你這 ，OK。進步你這是我彈掉，我四年級嘅時彈掉。哇！做呢我都唔知，我都冇關嘅你未記啊咋？但係你老師講我彈掉，我就 check 嘅。我想到我每當我小學嘅隻物件，我小學嘅時候，我當時有係你猜叫咩？glass 咧叫 monitor 嚇 ，glass monitor， 我叫做班長嚇，機長啊，冇機長是班長，然後要全部上嘅帶嘅 color 嘅帶嘅咋，是只 ribbon 咧特別起嚟販賣部你未 check 掂嚇，如果我是組長咧就教你一個黃色嘅帶，我嘅組長是黃色嘅帶。我嘅班長是紅色嘅帶，伊是 ribbon 嘅啦 ，ribbon 係白家己人喊白嘢咧白咯。然後個有一個巡查員，誒唔是巡查員，是伊是咩？這唔是，伊是講咩清潔咩？衛生下掉，衛生巡查員，伊是叫你讀工嘅，成日去嗰啲學啲小販學人 ABCD grade 嘅，然後伊是去㗎。你去教迄個canteen，唔是canteen，你去教迄個班位啊，樣是去點看你嘅即個班有清氣無清氣嘅，所以寫到啲你嘅班有一條紙嘛，所以逐月日一寫看拜一彈係咪 grade， 拜二彈係咪 grade， 然後若是講你 grade 彈只關嚟講吼，你嘅 assembly 是做會。拜一嘅時，伊就會報告，即係禮拜啲清氣班是住咧，要做三角嘅拜嘅，唔是三角嘅記嘅，你看，所以啲清氣班是住要報告一半可能嘅，你看你，梗係冇為你做咩？你又做工呀咯，我哋驚做工，所以我啲學堂嘅是規矩是頭尾冇做工嘅。我去困啦。OK， 拜，咁配，拜拜。拜拜。羅振正咁啦，我俾小膽同博多嘅腰呢，我特別梗冇閃咗當劍。你做迄個前期吼，第垃圾嘅班安怎啊？第垃圾班冇獎啦，是講你看到伊寫出來就住一班就住多謝班前期第前期，然後你看到伊。我人即個小學是無，中學是有，第垃圾嘅班是無班，伊就係 give up 伊嘅班，所以變。嚇！你去班單位啊？啊，無去迄個好啊，讀冊啊。哎呦，嗰條發嚟咯！誒，係個爽本嚟。叻冇咗，你行嚟行去，攞咩咯？
我學等本是有啊，你看你 system 嘅，講下你啊，咪第清氣嘅啦，แล้ว第垃圾嘅啊，睇你班啊有幾哪裡咧，伊人都做伙嘅會講嘅，嗰就啊第一杯嘅，係你第一叉嘅三禮班是最，แล้ว有時陣是掉我嘅班嗰就，我暫時做先生了，我只未熟喎，แล้ว我去 check 咯，我去 check 我婆話咯，嗬，喂70幾分。70幾分哦，我講喂70幾分啦，我是食差了喎，แล้ว我冇咁亂แล้วแล้ว我คิด亂咯，我講啊，อันนี้講本來講出來咩？你人แล้ว你應該就俾有一個分數嘛 ，fail 嘅，你人家報告嘛，你70分安尼關 ，because 一擺落來，我嘅班是第一杯了，แล้ว第一杯嘅分數哦，伊就叫來講最骯髒的班了喎。哦 ，OK， 所以你講，你因為你70幾分，你唔是講真正骯髒啦，嚟先有你只啦，只骯髒嘅水30分，你喺度骯髒啦。對啦，我見亂咯，亂咧可以嚟去改掉這個 system 去。哦，所以你又變做 grade 啦，因為你是彈 B 本好，你無教講掉垃圾嘅班啦，你彈 F 嘅彈垃圾嘅班 ，OK。冇嘅，last time 嘛是總之啊，妹嘅啥嚟，無關你。你若是講80分半好啊，你阿妹嘅都伊就是講你是最骯髒嘅班嘅，我講乜嘢嘅你講？你講到迄個衛生，我會記講迄個我大咧巴海時啊，我人有一個伊你若是 fail 嘅，伊有報告啦；若是你 pass， 伊就無講，所以伊毋是講伊無講最好嘅。我袂記啊，伊有啥伊有 check 講你 blackboard 清氣無清氣，塗骹清氣無清氣，都頂跌無跌，แล้ว伊對。若是講你 fail 咧，你後點就會報告咯。若是講你 pass 咧，伊就無講半項。咁樣人，伊是 assume 咁樣人就會 pass，伊 assume 你就會 pass。誒，即個煩惱有等我嚟看哦，還是人等人？咱較古勁嘅嗬。hello。我大學唔是大學，中學有。哦，所以小學無啊。冇，我小學我就同你講係隻爽嘅。嗰啲去卡古經時多，人而家是成個卡古經嘅。就是啦，卡古經。誒，等我俾學人看即個，人特別會看大啊，人特別調音去看即個阿龍困嘅事。哦，張阿龍。平時福建嘅 fan club 啊，阿龍 fan club 啊。阿龍困，等陣我看我會做即個，我會做即個學伊即安尼。伊困嘅款無變嘅，伊困相款嘅。伊無變去另外一位嘅嗬。誒，我諗看我係做安尼 effect 嘅喎，你看安尼放炮。哇！我暑假之類。這是發到人第一號嘅時候，哇！傾笑嘅時候呢，嗱，我咪做冇傾笑。你平時愛講嘅咩啊？balloon 嘅balloon 啊 balloon 我不有 balloon 是咩啊 balloon 嗱 B 安尼款呢B 呢的 balloon 呢哦 B 呢等陣我看你誒哎呦我不知道個腰我冇有 control 我物件你看我小英我是愛諗什麼BTR 得了 BTR 你食冇食過咩？今日我教我阿講，我 intermittent fasting， 所以我幾袂使點物件我食。啊，你看你就袂 fasting 咯，你袂使點講，你袂使去後頂。安那，袂使去後頂。我兼啲物件，特斗真好食誒，伊特斗做真濟物件，伊個毋是做一項，伊特斗係啦，伊隻落啦，伊隻牛補，伊對伊嚟講是無半項嘅就，actually 我要去煮，我會使煮嘅咧，煮米飯。煮米飯較人食 ，yes。我要煮米飯。煮米飯係真好。嚇對。我係 instant pot 煮，我係料嗰啲有誒，你我係煮誒，我係孫啊，以後話伊誒料，所以我邊件嚟煮，佢煮。勤苦做。影係 instant pot 就影咯。你料嘅料參白煮啦又。啊，我係料參我係 B 係只點落去嘅咯。你無炒 B 啦。我冇炒咩半段炒。Actually 我用 instant pot 炒嚟講，伊係調，所以伊調嘅底，所以我哋做隻煮嚟講，伊個邊係調。特別我有買一個 special 是
non-stick 嘅 board liner 哦，Instant Pot 嚟啊，Instant Pot 嘅 non-stick liner，所以因為你調本可以別時定到炒去打咋，變咗炒去打咧，變咗出 hot 啊，咪 overheat 都就係出。overheat 哦 ，in error message 啊，就話 maybe 就想估啊 ，maybe 咯，我直接查，等我佢看到後點去變咧，等我看一隻。又係青啊又係叮當咧，一叮當。我看到一變，我看叮當嘅時，一個月青啊，一刀冇青掉。一斤啊，線啊，一磅。maybe 我就每看隻咗啦。做春棒。做春棒。你講係咪？直叫我咗哈？對，會話話你講咩？無，我講啊，你細漢嗰時啊，嗬，成日講，人較女寶啊，你講係可能冇理啊。特別好，我跟你講，我個記者寫詩，我參觀那裡嘅了啊。แล้ว好，我一頭讓愛人，我講查某型，都參唔知吧？然後，所以我人有寫家己，我人成個無成個好像 intermediate 就係啦。我家己寫詩哦，我家己到啲班去是佚佗咧，電摩地嘅廣告嘅，shampoo嘅廣告咧，電摩地。咁我人有時特別樣我無即係講對到成日講拍我人啊，什麼是無咯？樣是笑啊，一笑完後我就隨講特別我就是林柏爽樣講咧，我人我是當作上，即係插你去死嘅人。我冇講成日講，你有 friend 啊，I mean 講你有 friend，你有 friend 本事，有參查甫咧，貴人顯查甫咧，樣就 protective 嘅，所以我嘅另外一個查甫是較女仔嘅嗬，所以我是一間就係咧，查甫樣 protect 我嘅。because 樣如果好咯，個有一間啊，你冇啊，你冇啊，我一人呢，哎呦，幾線，所以話嗬，真正 pressure 嘅，我同你講，真正 pressure，我是到6年級嘅時嗬，甲有啥你講係咯，有嘅查甫較會 protective 嘅啊，actually 你們都講我們對，我們是6年級嘅時候夠安尼 close 嘅朋友，對，我細漢嘅時，我是第盡量是 try to be invisible。較細漢嘅時，我成日講，我冇出聲，冇講話，了做功課乖乖點點啊，好是當做成個透明嘅呢，成個我有啲冇啲啦，我唔知你看咯。了我是較大漢嘅時候，較參特別我嗰隻牛潮，我隻牛潮啦，我潮住落嚟，我聲都成日看呢就，細漢個大漢人就是講我潮，哎呦你潮你聲成個啊查某你看潮你聲尖尖嘅呢，了。我黑時到成日，你係可能講嘅成日就有勒蛇啦，可能，所以我就 try 到就透明嘅啦，可能成日冇咪出聲。你細漢時，特別我個冇登大個嘛，唔是啊？冇啦，我登大，我只見嘅，我細漢嘅時，我是10歲起我就只胖嘅。大部見啊，點聲因登大，點聲伊聲走時，但是就係我阿妹個，係我唔是聲啊，係你是中我㗎，人嘅動作咯就，對，人講你查某型啦，人講你查某型啦，女仔啊，有啦，特別人是嘅，特別講安尼咯，伊講安尼咯，是咯，等陣我做下，當見到啲邊咧學嘅 full frame，對，我看袂到，特別我妹拉薩講，你講下，對手啲熱手熱落嚟啊，熱落嚟。我知，我大人知嘅啫咧。阿 John， 係咪？對啊，嗰陣時係你照翻。我喺你睇特步款呢，特步我嗬，一人哋安尼款講路咯。對，少。特別我就盡量嗬，特別我個冇講掂喎，我個盡量去參加比賽啦。你個啦，你個冇講投幣啊咩嚇？嚇啦，係證明可以話講下，我雖然是安尼款，特別我有才調嘛嚇，我會有貢獻嘛嚇，安尼款啊。安尼款咯，我特別不是可能講有一道就是考人家被打閒了，上講，哎呦，
嚇講啊，你成日講咯，嚇咧嚇陣時6年級嘅時啊，但你 starting 伊冇冇咪識你啊，佢因為我哋定係換班呢，所以佢個一個新嘅班嘅時候，你知啦，6年級嘅 student 啊，咧 start 打波啊，咪較大漢了嘛，咧喙啊，本較臭啦，伊會講你佢嚇較歹聽嘅話，咧特別查某咧，伊人哋會 protect 你喎。咪好啦，有見嘅啦，咩哦，咧個名都對你打波啊。對，其實嗬，伊是到底你到底咱讀冊時啦，我記6年級嘅時你 protect 我甲我另外一個朋友嘅女仔哦，伊人 protect 我是因為伊人家講佢個打波啊，打波會驚咋。你成日較錯咯，伊無成講，伊打波嚟拍伊查某，是bully伊查某，伊唔敢，所以變咗伊查某係佢 usually 是較唔樣 develop 樣 physically 啊，成較大漢過成樣。你打波啦，你記時啊，我係打我個啦，你打波見他個啦，細隻，安尼要咩咩，然後你大漢你滾起來了嗬，個啦是查某咯咋，所以查某樣較驚。人較驚，所以人若是咩，人講你咪嚟炒亂網下，一唔敢來食咯。對咯，嚇。OK， 我俾小大咧，我不當係腰呢，我梗係未專心讀嘅。我係講成我小學時啊，我係印象啊，是無人 bully 人嘅啫，咁樣人嚟 OK 啊，做朋友無事幹慢慢講完了咯。哦，你咁樣係慘嘅啦，你冇成講。but 無講去講啊，無會我頭先兩啲講是我直直想，但我哋學堂本無，迄個蝦米學堂本無，是講無事甲無講話，若是無事甲你就是無甲你講話 ，just 安尼款。哦。你就是 bully 咯，被衝地人。我人是 bully 咯。我人是有女一派甲無女一派。有女一派，甲了是 join choir group。這人是人樣誒。你講唔是人是人樣，是人感覺對人人是人樣咧，還是樣正人是人樣？Sometimes 我 feel 到人家己嘅 perception，你想樣看未起話誒，你看特別。是唔知是 sometimes 是人家己嘅，you know，人 project 樣嚇對，自卑。maybe 是無關路嘅，maybe 無關路嘅，但係有時候講伊隻男子，對唔對？對。我人because 樣較好嘅吼，伊 principal 吼，個 music 個 ballerina music 嘅吼，只suka講。Look at my pencil box, so nice. My dad went to where 我個邊。特別你講是條件嘛，伊個你講嘅嘛，是講人你是講。後年。冇後年人是講後年 OK， 人無類啦，人講伊後年，其實你是伊對樣是 normal， 樣是講你看我爸爸係我物件，若是講伊講你看我爸爸係物件，你會改爸年啊，你無類人，係你就是看袂起你知哦。你若是伊個你講你看我 ballerina 練嚟練去啊，伊就無講講你無類樣是 excited 是 show 咯。嚇係物件？伊嘛是愛點呢，梗係安尼款講。嗱，我來點，咱講咱嘛是愛點，咱看到歡喜，咱自家物件，咱是愛 show 朋友着。都無直條講是嚇，無講直條講，伊是未看未起你走，伊有可能有一做，有一是直接俾互你看，伊物件歡喜。Definitely，我人 feel 到伊是愛 show off 啦 ，because 伊叫規班間來看伊 pencil box。真所以明年真濟人嘅，特登嚟。伊到80幾年，點聲真少人去坐飛機出國啊嘛，對唔對？所以伊老爸是 surgeon 啊嘛 ，plastic surgeon 喎，賺落大鐳喎，所以好勁咯。然後說，伊是佢是 twins 嚟添。你同呢個隨你哦，但係呢個啷個笑？有 Facebook 有 at 伊啦，但無咩解講話。哦，不少無講食啊。無講話啦，我係愛講呢。我係朋友抓死朋友，但係我當然變咗識佢啊，當然。有我有計講嘛，我講哎呦，你正當時只抓死，伊講嚇有咩？伊講無，我哪啥你個人抓死，伊講你無咩愛插啦，特別係我 perception 跟 perception 無相嗰陣，我小嘅時候無咩愛插意思，因為我感覺到伊成啊
好嘅人啊，了伊個特別 sport 物件，伊只慣咧佚佗 basketball 面，所以我就無咪想講去參與，想我無 click 啦。你若是講往是參是啊怪嘢 friend 啊面，所以我搞參。因為伊是伊嘅佚佗 basketball 面無去參與，了去個中學誒時，我個白醫生講啊，這你是很閒嘅男士，伊講有咩個女嘅男士，我還沒說男士，伊講。我看你特別我人看你成無插網嘅，唔係吹啦。阿達，你有暗戀着哦，有暗戀着人哦。小學嘅時無，咱中學時間講 OK，或者咱講落中學時間講暗戀。小學嘅時無咩？小學無暗戀人，我小學就有啊。哎呦，小學就暗戀，你暗戀你係咪啊？冇大學暗戀你先生係咩嚟講啫？我暗戀一個查某，我第一期啊就是你知 like the like 這跟即我人做個咩嚟mechanic pencil 嘛。嚇。Then 我第一期就是甲伊 exchange 啊，我倆對厝啊都真 romantic 啊。哎呦！特別即我做甲即個查某，我去甲中學嘅時，我閣甲伊甲上嘅中學啦。Then 伊特別你是暗戀還是鬼戀呢？你是個技術家？我是暗戀，六年級無鬼戀咗。六年級 ，OK。中學甲變鬼戀。鬼戀。中學就是滴來。OK。Then 我你結果是暗戀咗。Then 都是真 excited 啦，都是會對厝，你知影寫伊嘅名啊，你看啊。哎呦，咁樣死咯！要愛看。計 innocent 哦，咱計 innocent。你可以卡電話，或者可以卡電話，冇電話卡電話。講話你看啊，講5分鐘啊，我感覺來冚電話。哇，心跳啊咯！對，一個我會記一個。原來這小學都有誒，這連個裝小學有暗戀人。我小學嘅時啊，小學 crush，你小學 crush 哦，我小學嘅時啊，我教一個 friend 講就教我 friend，小學啊 ，friend 講就叫，嚇，伊去本互別人聽。哦。伊去本互別人聽，所規個 class 個了載個，規個 class 係查某個了載個了，查某載呢，伊人無互查某載，伊人互查某載呢。一班嘅人載，用一定嘅查某個了載啊。嚇，一定嘅查某載。特別你暗戀是查某查某。就是查甫啦。哇！你知哦，你使乜咁講過嚇？你使乜咁講過這個事？你看使乜聽過咁樣啊？唔知啊，我唔知我。有機會諗唔捌，有你諗唔捌聽過這個佢哋是小學嘅時嘛，แล้ว所可能知掉แล้ว查某ก็แล้วใจแล้วหอแล้วก็แล้ว頭บีเซอันนี้คน頭講話哦講誒แล้ว有個走嚟問我話講喂都嘢咩อันนี้คน特別伊人個會接受哦，伊人無講啊真正驚還是感覺到講真怪，唔係 actually 佢暫時是。90年代嘅時就，所以這個物件是真無普通嘅人真驚嘅就，特別對伊人吼，伊人所較，伊人安怎啊？知着了本好吼，伊人無講，成日講看袂起你，還是講看袂起呢？啊，啥物哈？แล้ว伊人，係當做平常時咯。啊 ，OK。無我頭嘅時，我是驚講伊人袂接受安尼款嘅物件。所以伊人嘛，你知哦，伊人嘛會着青驚咯。我驚講等陣伊人排斥我係啥物，你知哦。所以伊個吼好彩嚇，แล้ว佢就是我本是驚甲你知啦，你袂猜講伊人嘅 response 係啥物嘛是。你成個你愛接受你無接受你，唔是靠你啊，是去靠別人啊，所以你感覺到你就係 secret，你看出去啊，嗬，人未必你朋友嗰啲賣甲你好啊，你看啊。對，แล้ว我就是驚，แล้ว個唔要緊，我個驚講咱就傳互大波邊嘅人聽到，แล้วมัน嗌。嚇，แล้ว你大波，你有教你大波講哦？冇喎。OK，所以有個甲你保掉。好彩是講嚇，伊人保掉，伊人無搬出去學查某聽，安尼阮個 OK 個咯。แล้ว我感覺見那個 accepting，
to be honest 對人較無呢價值吼，唔啊別 maybe 無講時候呢等啦，又無時候呢等講，係咪對？แล้ว in the end น่ะสิอุตส่าห์สิหอแล้วว่าสิเขาเลย圖書管理員นั่นใช่หรอแล้วหออุจิจิน่ะสินี่แล้วอีสิเขาแค่หลังนี่หออีว่าหลัง圖書管理員就是ไอ้ไก่หลังซิลตัวนี้อีหลังเขาเลยแฉแล้วว่าแล้วเกียอีกัดลาคิดฉะเขาเลยกัดลามีอันในควันเนี่ยมาเขาเลยเจี๊ยสูขาโอ้โซ่ว่ามากาเขาเลยตัดเปาเขาจำสินี่隔了嘅 student 嗬，就坐了看冊咯。แล้ว有嘅 student 啊，啲喺度讀嗰邊去隨冊啊，咩嘢款咯。แล้ว happen that 伊無興冊咯就，所以伊無興冊咧嘛，袂使著冊咯對。所以咁好，嗰陣時嗬，喺度讀啊，喺度冊讀嘅位嗬，春話嘅意念喎。春話嘅意啦，แล้ว伊就甲我講咯，互我著冊啦，你看到就我講袂使，你就無興冊咧，我怎會互我袂互你著嘅，你看，แล้ว就春兩個人就阿妹啊，嗬，伊suddenly伊掠我嘅手，你知哦，哎呦，佢 can สุด伊掠我嘅手就，伊你看牽住我嘅手啊，你看嘛，你心跳 ，OK 啦，拿去啦，冇啦，特別應該是心跳真咩，因為伊掠掉你手，伊掠掉我嘅手哦，แล้ว你講啊，แล้วกู成講กู傻啊，你講啊嗬，你傻啦，我都知哦，แล้ว都知係你咁假嗬，哇！我而家是衝動啫，心跳，心跳。成個而家 MP pencil， 唔係跟你個 pencil 對住你講啊！特別呢隻你個動作都制哦，係你咁㗎，嗱。喲，你細漢就識嘢，好咯，甚至會。係啦。我只老識咯，我管未耐。冇，我係 glass 嗬，我係 glass 有，我係 glass 嗬，本有啥 puppy love 了誒，有把你夾寶安尼款了嚇，แล้ว有誒嗬，較少年嘅人較早識我啦啥，啊唔是講，我意思是講，人較 modern 嘅啦，成日你看即個即個冇大行了 ，maybe 是較人較老嘅人，細漢嘅時冇咩曉嘅我啦啥咯。我去個中學，我會曉拍拖嗰啲物件。嚇！我是去 因為 form 1 form 2冇咩曉過 ，form 3咧開 case 嗰個。你冇拄着講，即個 crush 啦，你成個暑假啊！但我 form 1 form 2冇喎。冇，唔是小學完全冇嘅咩？小學單純㗎，就係講啊冇，我佚佗爸爸，你看，佚佗東神。我6年級嘅時，我班有一個大波暑假一個查某，แล้ว個人知啦，แล้ว我人有一點啊 ，like 我朋友，我人都是白 like what is that to like 做咩事安尼這啦？你會考啊？會做咩啊？會考？แล้วเราก็จะไม่สวยเท่าอีกก็哎呦ไอ้ซองเดียวอีซิม啦ไม่ก็ว่าเราจะสิเซ็นแต่ไม่是唔是講，你ไม่是唔是 generation 數咧，你話 already 有人嚟看了。啊，真少，真累聽到 ，because 係真規個班一個人啦。And then 我讀大巴海我過去過，แล้ว迄個巴海嘅班咧是3個班 ，so I think กันเนี่ย有一個 couple out of the 3，like 有個人是暗戀嘅，看那衝地來衝地，有一個咧攞嚟白白行。แล้วไอ้ตาปอกล้วยกันเลยจับว่าเสียวแม่เลยจับว่ากล้วยเฮาว่าลังซิมที่เสียวแล้วบอกกันแล้วโคตรอีตัวตุ้ยนั่นว่าลังซิมเสียนะคน like you know like it's true like like จัวคุณรู้ตัวตุ้ยเดียวสิอันนี้คนนี้มาแล้วตัวเป็นเฮาแล้วว่าลังก็ไม่ใจว่าลังสิกำกะ like we just don't get it yeah ลองขอตรงกี้มี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ละเหรอตอนนั้นไอ้ screen 啊咱看到成波大行咁啊，比如話我成個上正處呢，你看伊壁上成，你攝唔起咋？你講啦，手一下都手啫，你講手前面都即係你話邊個看？你頭邊個去看？邊個去？伊唔掉邊佢啊？唔掉邊。哇！
我而家介想啊，成日想自己唱，他们包一包垃圾啊，食。你巴士去，你梗係巴士去。有冇甚至Milo 冰可以只你會唔會話屬於 Milo 冰嘅？啊，好笑！但我看我係做浪上一間房，你話好如安尼，哎呀別做嘅 topic 啦，你學等嘅暗戀嘅。喂，話你問到咋？你學我人聽博大行會使講博大行嘅，會話。แล้วก็ solicit 幾件嚟講好人聽，會使嗬，人家會使講暗戀就是個頭暗，怎講中澳嘅講中澳嘅，中澳就有中澳係點啊？人講未了啊，人就俾 separately 講暗戀嘅故事嘅，好嘅。係啊，我中澳是暗戀嘅故事。暗戀嘅故事。可憐到無人暗戀我發覺我甲你講，啲中澳嘅暗戀更加好了，我是應該是對嘅。對伊送伊物件，買物件送伊啦，嚇啦。OK， 所以我寫起來暗戀 ，OK， 人講暗戀，我特別想講按照頭暑假人 ，OK， 所以我感覺對嘅唔是暗戀啊，對嘅是明戀啊。哈，對，響暑假。加對嘅就是迄個咩啊？無啦，你就是暗戀伊啦，你個愛對伊嘛。無啦，暗戀就無對，暗戀就無出聲咯 ，please， 暗戀就是點，你是對就唔是暗戀了。你是個單戀是不要緊，單戀。你有當時是單戀，特別唔是暗嘅。係咪嘅？無我是暗戀啦，那個去對嘛。that means 你是頭暗戀一下啦，你喺 library 當到你手，我都自己對啊。冇，唔是，我講另外。OK， 咱另外一個講頭暑假人，你講頭暑假人，還是講對人？暗戀，暗戀好講，你就是講起啊。暗戀較好講，暗戀講咧是別隻人講鬼戀嘅事，鬼戀。對。暗戀。鬼管啊，係咪鬼咧？頭先你講咩鬼？鬼戀。我哋別話偷鬼戀啊你。暗戀。咱個暗暑假人，แล้ว個鬼個嚟加暑假人，嚇用加暑假人，對。OK， 我感覺你真係講是講啦。OK， 咱當今日講個一邊性 ，OK， 感謝大家嘅收聽。這個禮拜咧，我哋特別嘉賓嘅啦來，唔對人四個人 ，OK， 所以我人特別嘉賓咧，都啲 Clubhouse 入邊嘅，我而家不多有我成日冇有講話嘅。我直接笑到，我電腦頭腦直接笑到要接呢，你知哦？冇你發先㗎，幾點鐘了 already？ 落雨蚊就使接，等4點幾就使啦。哇！你好多 excuses， 你正應該buka puasa是幾點？buka puasa， 我冇放工啊嘛是接咯，我放工接我就冇接。你冇接先嘅咩？你是幾點鐘？你 fasting 幾點鐘？我冇食掉咯，我是食一段有當時成個站咩？我5點幾食好，我8點幾個食淡薄。So maybe 24呢？特別我冇食掉啦，我 normally 我是冇食 ，normally 我食一段啊，面出去我都冇食。OK 啦，你面佔就對啊嘛。還是係 effect 嘅。而家我有隻 effect 嗰陣。你歡喜啊 ，that's 我是單錄佢名嘅 ，OK。單錄講一句字。我有一個 effect 嘅，你知哦。我你看，我有一個我係 effect 嗬，做對，這是拍嘅 ，OK。唔是我唔是愛做拍嘅，我嗰係做不離做。等陣啊，等我看無報道，這是拍嘅，這是成個人你無被拍攝咧，未真叫咩啊？無味機人嘅 ，OK， 這是無味機人嘅 ，OK。我係無清沙，你是無清沙嘅。特別好，依個一個，
佢自己到底係逼死你，冇一直你時呢，變咗嗬，做一變。呢？你講係面醬啊嘛，面醬嚟哦。我食噶。OK，得，有時我去 solo 成，去 solo，我 copy 去。要即係而家一把小型啊，等我講solo 嘅時去一邊嘅時，我就整個 paste 嚟 ，OK。面醬嘅啊，誒，了，就那面醬嘅。哎呦啊！我食噶之類，嚇之類。佢煮個檔，哎呀，個冇想呢個這難。這是夾東哎呦！今時各位聽就是聽下這禮拜講嘅一平食 ，OK。然後希望，然後下個禮拜過來到對嚟收聽，明日好嘅嚟節目 ，OK。感謝，拜，大家拜拜。拜。OK， 大家頂住禮拜講嘅一平食啊，唔係頂住禮拜講嘅一平食，一禮拜講一平食，頂住禮拜無看，必須在正定，然後正定確定聽下第一二課，了對落同啲嘛落完是同啲啦，落就好似住住。我就好似住，唔就好似住，拜拜。